元芳和沈怀夜探蓝玉观，两个人呢就来到蓝玉观外的那两堵绝壁之前。远远这么一看呢，这两堵漆黑的绝壁顶上铺着惨淡的月光，透着难以形容的诡异和凄凉。两个人还没靠近呢，就闻到了一股强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哎，不好！李元芳一闻到这种气味，李元芳什么人呢？他久经大敌呀，遇到过多少血雨腥风的场面，这种气味啊，对自己再熟悉不过了。李元芳脱口就叫了一声不好，而且催马率先就冲到了绝壁的尖缝间。一到这个地方，血腥气更加浓烈了，让人一闻呐，有点作呕，简直是令人窒息呀。可这条夹缝太窄了，骑着马匹很难进去。两个人没办法，只好甩鞍离镫，翻身下马，把这马呢就拴在夹缝外的小屋前。然后李元芳摁崩簧一退蛤蟆口，把幽兰宝剑给撤出来了，紧握在手中，向沈怀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转过夹缝。这么一转过来，哎呀，两个人呢不由得是大惊失色。怎么了？闹了半天，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杀戮现场。就见在月光之下，老君殿前的空地上横七竖八躺着10来具尸体，每一具尸体呀都被砍得肢体残缺，脑浆血水四处飞溅。看来这个杀人者呀十分残酷，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把人杀死，而是要在这些人的身上发泄满腔的愤恨。这现场啊简直难以形容啊！猩红的鲜血满地流淌，上面都是砸踏的脚印，根本就分辨不清楚。更多的血水顺着泥地上的缝隙都流进了热泉潭水当中，与这热泉水混合在一起。这泉水是热泉呢，咱说过这个地方由于这热泉蒸腾出来很多的水雾，现在呀这蒸腾起的水雾当中都充满了血腥气味。李元芳和沈怀呀就觉得现在眼前的夜空都已经变得血红血红的。李元芳看到这种场景，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脚步。沈怀呢也紧紧地跟随李元芳的身边。就这样，两个人就穿过了这片屠杀场的空地，然后又一间一间的检查那些单房。现在这每一间单房的门都大敞着，门前屋里床边横七竖八，或躺或卧，到处都是死尸。死况和空地上的那些尸体也都一般无二，大部分都给截肢了。哎呀，这也就是李元芳和沈怀呀，两个人久经大敌，看到修罗场的场面呢比较多。这要是一般的人，刚一看见呢，不是吓得魂飞魄散，就是恶心的已经吐得不行了。两个人皱着眉头绕了一圈，又回到老君殿前。沈怀呀现在也感觉到胃部不舒服，看到这些场景啊往外反胃，看了看李元芳，李将军现在怎么办？李元芳现在呀目光冷峻，他并没有看沈怀，目光一直朝周围扫射着，非常的警惕，一字一句的回答着沈怀的问话。前天夜里我和大人在这里过夜的时候，这里还空无一人，今天居然变成这个场景，这是谁干的？为什么？
沈怀哪知道啊，茫然着急的看着李元芳，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就见李元芳紧锁眉头，思索了片刻，抬起头来对沈怀说：沈将军，事不宜迟，你立刻去滨州城，去向长史大人报告这里的情况，并请陈长史立即派兵前来，我就留在此地看守现场，等待援兵。什么？沈怀一听，这李将军，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会不会太危险了？哼！李元芳冷笑一声：沈将军呀，难道你还有别的办法吗？这沈怀呀无言以对，不吱声了，只得冲李元芳一拱手，默默地转身朝着夹缝外走去。李元芳也跟了上来，一直把这沈怀送到夹缝外，看沈怀把马匹给解下来，然后飞身上了马。李元芳冲沈怀道了一声一路小心，沈怀狠狠的一抽鞭子，战马是一声嘶鸣，就朝官道之上直冲而去。送走了沈怀，李元芳慢慢的转过身来，一步一步的再次走回那血红的场地中央。现在月光洒在他的身上，月白色的袍服下摆已经被脚下的鲜血染红了。李元芳就走到这些尸体的当中，然后一动不动的在那里站着，静静的等待着。此时有一大片乌云飘过来了，把月亮凄惨的光芒给遮住了。现在这荒山之中，蓝玉观之前是死一般的寂静。李元芳站着站着，把幽兰宝剑握得更紧了。就听李元芳突然间冷冷的声音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响起：哼，卧在死人堆里这么久，你们也不觉得累吗？李元芳这句话一说出来，就见李元芳周围的死尸堆里开始有一些细微的颤动。闹了半天，在这些死尸堆里也并不完全都是支离破碎的死尸，还有一些完整的死尸。那些完整的死尸开始颤动了。突然间吱溜一声呼哨，几个浑身是血的死尸从地上一跃而起，顷刻之间这些死尸应该准确的来说是活人，或者就是杀害这些死者的凶手。这些人每人掌中一把明晃晃的单刀，唰唰各自把单刀一摆，顷刻之间就组好了阵势，把李元芳团团的就围在中央，围着李元芳正方向反方向来回的直转圈。李元芳这个时候手握着幽兰宝剑，眼睛随着这些人唰唰唰唰左右直晃，随时随刻就等待着出击。可是这些人只围着李元芳转悠，并没有出击。而就在此时，李元芳突然间就觉得头顶上恶风不善，李元芳赶紧来个犀牛望月，把宝剑往身后一背，左手掐剑诀，来一个左扑步，甩脸往天上观看，犹如大鹏展翅一般，顺着这个绝壁笔直的封面就见一个鹤影是徐徐落下，毫无声息的就站到了李元芳面前。这个时候李元芳把身子又直起来了，仔细的打量着面前这位人。一看这个人浑身上下穿青带皂，黑金遮面，就露出一对鹰眼，一对小三角眼，白眼珠多，黑眼珠少，眼珠当中往外放出犀利的光芒。看来这位就是所有这些杀手的总头了。这个人站在李元芳面前是不住的冷笑：李元芳果然名不虚传，
是条好汉，可惜呀，你有胆无识，或者说你目空四海。哼，今天晚上你若是不支走刚才那位同行之人，倒在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倒可以不用死得如此的孤单。哦，李元芳一听这话，哼，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一定会死呢？这黑影啊是一阵狂笑，你要是不死，难道说是我死不成？李元芳一听这个声音呢，眉毛微微一挑，你的声音我似乎在哪里听到过。这黑影啊一听这话愣了一下，转而又是一阵狂笑。李元芳，不错，你很精细，可惜太晚了，你不会有机会验证你的判断了。哦，李元芳冷笑一声，那你就过来试试吧。就见这黑影啊把手一挥，唰，他背后啊那几个杀手把掌中利刃一舞，唰唰，是一拥而上，有攻上盘的，有攻下盘的，有攻中盘的，三个方面朝着李元芳就进攻了。李元芳眼见了三盘攻来，脚尖一点地，噌，来个旱地拔葱，一跃而起，然后双脚往左右一分，啪！哎呀，这李元芳身形太快了，一分双脚攻自己中盘的两个杀手躲闪不及，一个左脸蛋，一个右脸蛋，被李元芳左右两脚全给踢伤，咔嚓一声，这两位啊脱环了，粉碎性骨折，惨叫一声。怎么这味儿了？没说吗？粉碎性骨折，这个下巴壳呀掉了，这下巴壳一掉，这个啊的音发不出来，发了半个呜的音，摔倒在两边。攻李元芳下盘的两个小子呢，这刀过来了，李元芳旱地拔葱也跳过去了，所以攻下盘的这两个人呢根本就没攻到。攻击李元芳上盘的那两个小子，这两把刀已经刺过来了，但是李元芳这么一分腿，李元芳这个身子呀已经比这俩小子跳得更高了。然后李元芳右手中的幽兰宝剑往下来了一个海底捞月，就这一下子攻击李元芳上盘的两个凶手躲闪不及，就觉得自己哽嗓咽喉这个地方啊微微的一凉，紧跟着鲜血就喷出来了，两具死尸倒地。李元芳这功夫多高，一上来这一招没过，这半个照面，两名杀手就变成两具死尸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可把那其他的几个杀手吓坏了，攻击李元芳的这几个赶紧倒退几步，再次的与其他众位杀手组成阵型，然后互相使了使眼色，那个意思呀，看来这李元芳不好惹，咱们呢干脆一起上得了。一下子这些杀手一起向李元芳攻来了。李元芳冷笑数声，手中握着幽兰宝剑，身形一错，噌，等到这些小子攻过来，李元芳腾空而起，已经跳出了包围圈了，紧接着把掌中幽兰剑这么一晃，来个大鹏单展翅。李元芳这个跳出包围圈啊，跳得不远，一伸手加上剑长，正好能够上有俩小子的后脑勺。李元芳这一招叫大鹏单展翅，还有个别名叫脑后摘瓜。这么一削，就听见咕咕两声，两个脑袋就已经掉落在荒山草地之上了。李元芳这一剑太快了，就这俩脑袋掉到地上啊，那两个身子呀还在那舞吧呢，
还在那里拿刀砍呢。可是这俩脑袋已经咔哧咔哧在那里啃地皮了，啃得连那蒙面轻纱都啃破了。然后这俩身子扑通扑通这才倒地。就这么快旁边的2名杀手是大吃了一惊的，一看身旁的这2位死了，哎呦，这2位杀手赶紧的反过身来抡刀就砍。李元芳能让他们砍吗？这一宝剑刚才把那2个人脑袋削过去了，反手这宝剑又回来了。这一回来，这一招叫魁星提斗。一提斗斗没提起来。再看这2个杀手惨叫2声啪啪的，怎么了？2个杀手的右胳膊被李元芳这一招魁星提斗全给提起来了，斩落在地。那2个凶手还打什么呢？左手一舞残窗跑了呀？没跑，冲着李元芳来个老和尚撞钟，给撞过来了。哎呦，李元芳一看，心说话，这些杀手训练有素这叫受伤不倒退呀！轻伤不下火线，这玩意儿也不是轻伤胳膊没了向我撞回来了，你有胳膊都不行，拿脑袋撞那行李元芳就觉得好笑，一抬腿啪啪来了一招左右摆连。这俩小子不是拿脑袋撞过来了吗？李元芳左右摆连，这脚底板正好拍在这俩小子脑门上，啪啪呀！这俩小子一块倒地，然后跟着刚才那砍下来的2颗人头在那里一块啃地皮。李元芳本来打算上去补上2剑，把这俩小子就给结果了，不容功夫呀！这俩小子往地上一趴，后边的杀手哇哇怪叫，已经冲李元芳上来了。前面2个杀手这2把刀力劈华山，奔李元芳面门就砍来。后边俩小子双手捧刀奔李元芳左右腰眼就扎过来了。李元芳一看，赶紧使了个白蛇吐信，左手一捧右手的手腕，然后往前一递剑，这招叫白蛇吐信。然后就看李元芳这个右手臂来了一个脚剑，这么一脚，前面奔李元芳面门而来的那2把刀就与李元芳这幽兰宝剑碰上了。这么一碰上，苍啷苍啷2下子。您别忘了，李元芳那是把宝剑吹毛利刃，削铁如泥，苍啷苍啷2下子，这2把刀全成修脚刀了。再往前递就有这么一个过程。那李元芳不等这个过程李元芳白蛇吐信，右手臂往前送剑的机会，这个左脚就往后边踢过去了，右腿为重心支撑着整个身子，这前身子和左腿就在一个平面之上，左腿往后一踢，这后边不是俩人吗？2个人哈腰捧刀扎李元芳的左右腰眼儿。这个时候李元芳左腿往后一踢，正好踢在左边那个人的手腕上，啪呀，就把那口刀给踢飞了。那个人手腕的一阵剧疼，这么一疼一转身，他在那里捂手腕子去了。李元芳这把宝剑此时已经把前面那2口刀给削坏了，紧接着李元芳来了个回身倒转，这么一撩剑，剑从下边往上面这么一撩，后腰眼那右边那小子捧刀正扎呢，这个刀离李元芳腰眼也就是 0.5 微米。就在这个时候，李元芳一撩，这一剑正好撩在那小子的胳膊上，噗的一下子，那小子惨叫一声连胳膊带刀掉落尘埃。李元芳不等他痛苦李元芳心说你甭痛苦了，干脆我给你了结吧。想到这里，了出的剑又往下这么一回，斜肩铲背，把这位劈成2段。紧接着这把宝剑仍然是往前撩他刚才往后这么一撩，又撩回来了，往前一撩，前面那位捧修脚刀的还往前冲呢。因为这一段时间太快了，
李元芳把他两个人的刀给削断了，他们俩还没明白过来呢，还捧着那把修脚刀往前递刀呢。等到这个人明白过来，李元芳这把宝剑可就到了。这把宝剑呢，从这小子的下巴壳往上这么一挑，挑完之后再看这个小子，这个脸呐没任何的区别，也就是等了有那么1秒多钟，整整齐齐就在这个脑袋的正中央出现了一道血痕。感情这个小子呀长得有些特殊，怎么特殊了呢？这位呀长了1颗门牙，人家都长2颗，这位长1颗，那另外一颗呢？另外一颗畸形被挤到一边去了，这1颗门牙正好长在正中央，让李元芳这一宝剑，这1颗门牙变俩了，比原来更美观了。但是更美观，这小子呀活不了了，当时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另外那小子往前还递刀呢，李元芳把右边这位解决了，左手往旁边一抓，啪，一下子把左边这个小子手腕子给叼住了，然后一撇，哎呀，这小子学狗叫。李元芳这把幽兰剑挑掉那个小子之后，就是往旁边这么一斩，你不是要递刀吗？递刀我要了，连刀带手背全给他斩了啊！这小子惨叫一声啊，李元芳飞起左脚，啪，正踹这小子前心上，把这小子踹着，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被踢出3丈开外，扑通一声倒落尘埃呀，在那里痛苦的扭动啊！就李元芳这几招啊，咱说得清楚，太快了，刷刷，这几个人没脑袋的没脑袋，没胳膊的没胳膊，几个已经命归黄泉，几个已然是身受重伤啊。但是这几个凶手虽然发现伙伴这样了，却丝毫的没减少斗志，反而变本加厉的进攻，而且是毫无章法，完全是搏命的打法，给李元芳拼了。这李元芳久经战场啊，但看到今天如此惨烈的进攻，还是不由自主的倒吸口冷气。这时那个黑衣头领一直在旁边凝神观战，心说话，看来我该出手了。请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演播王风尘。李元芳血溅蓝玉观呢，被这群杀手团团围住。李元芳毫不在意，剑到之处是血肉横飞呀，眨眼的功夫就有几具杀手的尸体倒落尘埃，还有一些没被杀死的也都身受重伤，缺胳膊断腿呀。虽说就这样，这几个杀手却丝毫的没有减少斗志，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的冲李元芳进攻过来了，而且是毫无章法，完全就是拼命啊！李元芳虽然能够应付，但是呢，看到如此惨烈的进攻，李元芳还是不由自主的倒吸了口冷气。于是他决定速战速决，一剑一命，把你们结果了得了。于是李元芳晃动手中的幽兰宝剑，左右开弓，一眨眼的功夫，干脆利落的又结果了几个亡命之徒的性命。哎呀，旁边的那位黑衣头领一直在那里凝神观战，眼睛中浮现出耐人寻味的神色。一看这李元芳好像现在已经结束了战斗了，这些人非伤即死，都已经趴在地上了。再看李元芳把手中的剑往地上一顺，那剑上的鲜血顺着剑身滴滴答答全都淌在地上。这可是好宝剑，剑身不沾血，那不像是一般的剑刀杀个鸡那血就擦漫天。这宝剑
上面沾上鲜血，往下一顺，他沥血，这血呀顺着宝剑剑身全部淌底下去了。然后李元芳面沉似水，一步一步就走向了那个黑衣头领。黑衣头领这么一看，嘿嘿，好，不愧是李元芳，果然好功夫啊，很好。这位的很好这俩字话音刚落，就看他腾身而起，直接的向着绝壁顶端就飞过去了。可见此人的轻功那占着一绝呀。李元芳能放过他吗？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我非得把你抓住，问一问你们到底是何许人也，哪里走？李元芳幽兰剑一指，紧随其后，他也飞上了绝壁。就这样两个人好像是两只大鸟一般，飞舞在这陡峭的岩面之上。黑衣人脚踩岩面在前面跑，李元芳脚踩岩面在后面追。你看这俩人呐，都能够飞檐走壁，这功夫都不错是不错呀。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这差一点就不一样。两个人在这岩壁上一走一追一赶，走了没几步就能看出差距来了。这李元芳的速度那要更胜一筹啊，时间不大，眼看着就把这个黑衣人给追上了。这黑衣人一边往前跑，这耳朵可没闲着，耳听八面风啊，一听后边的脚步声音越来越近了，越来越实在了。黑衣人突然间向旁边一闪，唰，他闪出去了。李元芳在他后面紧追不舍呢，一看前面的人往旁边一闪，李元芳一愣的功夫，就在这个时候坏了，怎么人家在这峭壁之上啊，人家有埋伏，人干嘛往这跑呢？就是引诱你追过来的。等到你追到人家埋伏圈，人家闪过去了，这上面的埋伏可就出来了，那是箭如雨发呀，无数的箭弩朝着李元芳如同飞蝗一般奔李元芳射过来了。有这么一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你看说我是赵子龙啊，大战长坂坡，杀了个7进7出，英雄了得。那其中很大原因是曹操人家没放暗箭，没用箭射你。要是真的对你赵子龙射箭呢，10个赵子龙那也成死龙了。这大将军就是这，天不怕地不怕，多大的战将都不怕，就怕这寸铁呀。这玩意儿不长眼睛，防不胜防。哎呦不好！李元芳一看怎么射过来那么多箭呢，赶紧挥舞起幽兰宝剑避开箭雨。那个黑衣人呢，他呀趁此机会沿着这道绝壁就滑向了李元芳开始进入蓝玉观的那条裂缝，眼看人家就逃之夭夭了。李元芳一看，嘿呦，不能让他跑了呀。但是李元芳现在呀不敢脱身呢，稍微一不注意，箭射身上了，怎么办？李元芳一咬牙关，一伸手，啪，这左手啊就抓住了一只飞来的利箭，心说话，你跑啊，你跑我也不能让你好受了。一抬左手，这支利箭就奔那个黑衣人过去了。这黑衣人呐根本就没防范，认为李元芳现在自顾不暇，哪还能追赶自己呢？他就掉以轻心了，光背着头跑了。等到听到身后恶风不善，哎呦不好，这位呀那也是有功夫的，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后心是躲过了，但是稍微的慢了一点儿，后心躲过，左肩没躲过，噗，就这根狼牙剑呢牢牢的是钉入了这个黑衣人的左肩。哎，这黑衣人惨叫一声，身子一咧，就翻滚着落下绝壁。
此时此刻，李元芳脚尖一顶，这绝壁面噌一下子纵身就跳出了这个箭雨的范围，然后再次蹬着绝壁面这么一拧身，飞快的尾随而下，就追那黑衣人呢。再说那个黑衣人被这李元芳这一支箭钉在左肩，身子这么一不平衡，咕噜咕噜咕噜往下一咕噜，这真的咕噜下去啊，那就摔个粉身碎骨啊！黑衣人明白呀，不能这么咕噜，那不能这么咕噜怎么办呢？在咕噜的过程中，黑衣人用手这么一碰岩壁，借着这道力，纵身啪来了个黑驴打挺，还真不容易。这笔直的岩壁上来个打挺，打挺完了，这个身子呀就算平衡了，纵身一跃，唰，是跳出绝壁中的缝隙。李元芳还要尾随而去呢，突然间眼前一黑，身子突然间踉跄了一下。李元芳赶紧一扶身边的岩石，李元芳深深的吸了口气。上一个案子李元芳身受重伤，这个伤啊一直没有好利索，今天这么一追赶一动武，动得有点过激，所以身子呀有一点不适应。李元芳深深的吸了口气，在这里略微的休息了一下。趁着这个休息的功夫，李元芳抬头望着绝壁顶端一看，顶端空无一人，刚才埋伏在那里的人呐，可能已经走了。等到李元芳这口气缓过来，再到这个岩缝外看这黑衣人的时候，这个黑衣人呐早已经是踪迹不见。李元芳咬咬牙，闪出岩缝，正要辨明一下方向，然后继续追赶呢，突然间就发现面前官道之上灯球火把，有一条火龙朝这里过来了，而且听到了马挂銮铃之响。走到近处，李元芳一看，领头的非是旁人，正是刚才自己让他回去搬救兵的沈怀。沈怀这个时候啊，也远远望见李元芳了。哎，李将军！沈怀大声呼叫着，一催马就来到李元芳面前，翻身落马。李元芳啊非常的诧异，怎么没多长时间呢？去滨州怎么那么快呀？所以李元芳啊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哎，沈将军，怎么这么快就搬到救兵了？沈怀呀喘着粗气，是狄大人呐，他不放心我们，咱们俩人呐刚一走，他就给大都督府送过信去了，请陈长史啊立刻派出人马赶来。我刚才一上官道，正好就遇到他们，就看见孙副将和他的部队了，所以这么快就赶来了。李元芳一听这里，心中一热呀。这个时候呢，那位孙副将也已经来到李元芳的面前了，一抱拳：“李将军。”李元芳冲他一点头：“孙副将，请派你的人马立刻把这里包围，然后再遣一队人马搜索绝壁四周，一定要万分的小心。”是。这孙副将啊马上命人把这地方包围，马上搜索。军队呀就开始包围搜索。李元芳又对沈怀说：“你随我来，让他们几个清点死尸，我们呢再检查一下现场。”好，就这样啊，很快的现场的死尸数目全都清点出来了。除了刚才被李元芳杀死的几名杀手之外，剩下的死者都身穿道服，一算60多人呢，全都死得肢体残缺，令人惨不忍睹。因为夜色太黑了，搜查的那一伙人呢没有发现任何痕迹。这个时候李元芳啊就对沈怀说了：“既然这样，就先请孙副将在此把守现场，你我立刻赶回滨州，
分头向狄德人和陈长史汇报这里发生的一切。好，就这样，李元芳和沈怀各自的找到自己马匹。沈怀刚跳上马，回头这么一看，发现李元芳呢站在马边不动弹，脸色苍白，牙关紧咬。哎呦！沈怀一看不对头啊，赶紧又翻身下马，来到李元芳近前。李将军，您怎么了？受伤了吗？李元芳把手一摆，抬头勉强的一笑：我没事，只是一些旧伤，不知道为什么总也好不完全，时时发作，非常啰嗦呀。沈怀一看，那要不这样，李将军，您就留在这里，先歇息一会儿，我先去狄德人那里汇报，然后再去长史大人那里。李元芳一摆手：不必了，我可以走。说着话，李元芳深深的吸了口气，然后翻身上马。走吧。沈怀呀一看没办法，也只好赶紧走到自己马匹前，翻身上马，两个人策马扬鞭，飞奔上了官道，朝着滨州城疾驰而去。一路无疏，很快就到了城门口了。沈怀亮出身份，守门兵卒大开城门，把两个人放进去。两个人沿着寂静的街道飞跑到岔路口，这个时候两个人呢就该分道扬镳了。沈怀冲着李元芳一抱拳：李将军，从这里一直往前就是狄德人的府邸，我从这里往东就可以前往都督府了。李元芳在马上点点头，对沈怀微笑了一下：沈将军呢，我与你十分投缘呢。我看这样，咱俩呢以后就不要再繁文缛节了，不要说什么将军之类的话了，不如以后啊，咱们两个就以兄弟相称，你看可否？哎呦！沈怀在马上一惊啊！哎呦，末将不敢，末将不敢。李元芳说：就这么定了，在下呢虚度32年光阴，不知道沈兄贵庚了。沈怀说：我俩同年。哦，李元芳说：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生辰日月了。李元芳我就自认为兄了。沈贤弟，你意下如何呀？哎呀！沈怀赶紧又是一抱拳：李将元芳兄，沈怀太高兴了。好，李元芳笑着一点头，那么咱们现在就分头去报告吧。愚兄先走了。说着话，李元芳一家胯下之马，直奔狄府。再说狄仁杰呢，自打这狄春呐从这都督府送信回来之后，向这狄仁杰报告了陈松涛派兵出去的情况。狄仁杰这个心呐就一直是放不下来呀，忧心忡忡的就在这个书房里头来回的踱着步。狄仁杰就觉得有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自己，显得如此的明显，让狄仁杰坐立不安呢，整个身心都处在这种焦虑当中。狄仁杰心说话，回到滨州只不过2天不到的时间，居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啊，而且是一系列的事情啊。狄仁杰仿佛啊渐渐的深陷到一个漆黑的大网之中。您看过去啊，这狄仁杰经过多少次危险呀，大风大浪经过多少，但是从来不像今天这样，好像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一个中心，那就是自己呀。狄仁杰就觉得脑子里头混乱不堪，太阳穴胀痛不止。他走到这书房敞开的门前，仰望着夜空，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秋夜凛冽的寒气。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脚步声音响，狄景辉过来了，走到狄仁杰面前，深施一礼：爹，您传孩儿。狄仁杰一看是景辉，狄仁杰仔细的端详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小儿子，心说话，他的面容，他的神情，他的举止
和自己何其相像啊，根本不需要仔细辨认，就可以清晰地判断出我们两个之间的血脉相连呢。但是现在他和自己又是多么的不同啊，简直是天差地别，仿佛是水火不容啊。哎，狄仁杰叹了口气，景辉呀，你来了，来，进来坐，我们谈谈。狄景辉也没吭声，默默地跟着父亲迈步就走进书房，然后扶着父亲坐下，自己也坐在椅子上。现在这狄景辉的面容也有一些憔悴，不知道在这2天里面，这位狄景辉他自身又经历了什么。他坐下之后就等待父亲先开口。狄仁杰看了一眼他，景辉呀，你我上次见面还是前年的中秋，你去洛阳办事，在我的府邸住了短短几天呢。那天正好元芳出外查案，否则那个时候你们2个就该见面了。狄景辉呀还是没说话，哼了一声。狄仁杰接着又说，我记得那次见面我们也有过一些交谈，只可惜呀，我们每谈话总是以争吵告终，上次的谈话最后也是不欢而散的。狄景辉低声说，是啊爹，我记得我原本想住1个月的，结果最终才住了5天就走了。狄仁杰苦笑一下，点点头。其实我也常常在想，我们的分歧到底在什么地方？难道你我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狄景辉这个时候带着种怨气说，这恐怕得问您吧，儿子对此也一直很困惑。景辉呀，我第一次听到你要弃世从商，确实是难以接受但这么多年下来，我又何尝不是默许了你的选择呀？这并不是我们针锋相对的关键。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狄仁杰把头一摇，景辉呀，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因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怕我的心绪过于混乱，无法与你心平气和的交谈了。今天我想和你谈点别的。狄景辉现在有点不耐烦的把嘴一撇，爹呀，你永远都是这么顾左右而言他，东拉西扯的都习惯了吧？别人受得了，可惜我就是无法适应狄仁杰呢也不打算与他多计较，干笑了一声，单刀直入。景辉呀，今天我想问问你与恨英山庄的往来情况。狄景辉一听恨英山庄，身子一颤，眼珠转了转。恨英山庄，我与他们有什么往来？景辉呀，今天我去了恨英山庄据山庄的女主人冯夫人说，你和范其信这么多年来一直颇有来往他说的。狄景辉一听冯夫人，咬牙切齿冯丹青又是这个女人，蛇蝎美人这个词用在她的身上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这么说他所言非虚了，你不仅与他们有交往，还有一些过节。爹呀，您别这么拐弯抹角的，对我拿出了您一贯套别人话的招，您用不着这样，我可以很坦白的招呼。是，虽然您一再嘱咐我不要与范其信过多的往来，可是我没有听您的话，我一直都在和他保持关系，而且是很密切的。狄仁杰这个时候定定地注视着自己的这个儿子，
狄仁杰就感觉到自己心率加快，他现在呀真的有点害怕了。世上能让狄仁杰害怕的事情不多呀，可是狄仁杰今天真的害怕了。他不知道接下去还会从自己儿子嘴里听到些什么，还有多少会令自己感到恐惧的事实会被揭露出来。狄景辉看看父亲的脸色，心中一酸呢，口气比刚才稍微的软下来了。您别这么看着我，怪吓人的。当初还不是您让我认范老爷子做干爹的吗？否则呀，我怎么会跟这种古里古怪的人打起交道呢？其实儿子呀和范老先生没有什么，我们两个只不过是在做生意。神探狄仁杰，演播王风尘。狄景辉告诉父亲狄仁杰说，其实儿子和范老爷子打交道主要还是为了做生意，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哦，狄仁杰一听，做生意，你和他有什么生意可做呀？范其信这个人不是与俗世无染的世外高人吗？狄景辉一听啊，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爹呀，世外高人他也要吃饭，他也要吃五谷杂粮啊。爹呀，您不会真的以为他真能靠吐纳天地之气就可以活到这个岁数？您今天也去看他那个山庄了，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建筑，这样的花木，哪样不是靠钱堆出来的？爹呀，难道您就没想过他的钱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吗？狄仁杰说，他是有名的神医，我只知道过去他给王公贵族和官宦人家治疗一些疑难杂症，还是收入颇丰的。爹呀，人家老早就不干这个了，这么些年都是闭关静修，不再给别人看病了。我就干脆说了吧，爹呀，他那个山庄，那些排场，还有他能够娶上那么一个狐狸精似的老婆，哪弄的钱？那都是跟你儿子我一起经营生意得来的钱呐。狄景辉一口气把这话说完，颇有得意的望着自己父亲那种诧异的表情。一点不假呀，狄仁杰现在大为惊异呀。你说什么？范其信和你一起经营生意，他能和你经营什么生意呢？你看爹呀，别看您老人家呀是举世闻名的什么神探也好，神断也好，号称咱们大周朝博闻广记第一人，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是在儿子看来呀，您在这经商生意上还是远远不够啊，您不够敏锐呀。狄仁杰一皱眉，把手一摆，行了，你还是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爹呀，您大概也知道，范其信他呀不仅是一代名医呀，他还是本朝数一数二的药学大家。虽说他没有药王孙思邈的名气那么响，但那只是因为呀，这范其信路走偏门，也没有什么济世救人之志，所以老百姓对他呀没有兴趣。但是在儿子看来，他在药物学问上的造诣不比孙思邈差呀，他是非常之深厚的。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范其信一贯喜好研究异域的风土人文，虽然这个人不与平常人交往，可他这么多年交结的异域人士却不在少数啊。什么天竺的、波斯的、大食的，这些异人他都认识。他还专门从这些人的手中收集一些来自异域的奇珍的药材药物，然后他把它们编制成异域药典。不仅如此人家还亲自栽种呢，
在他山庄里头试摘了一些特别罕有的异域药种，然后再与中原的药材相配，合成具有奇效的特殊药物。这狄景辉说到这里，抬起头来，眼里闪着热切的光芒，正视着自己的父亲。爹呀，儿子所经营的生意当中，饭店酒肆只是一小部分，儿子最大的生意其实就是在各地开设的百草堂，而百草堂里面的一绝，就是这些来自于异域的药物和范其信所制的特殊药物。这些药物别无分号，只此一家。虽然说价格昂贵，但效用卓著啊！这得病的人，人家治病的，人家不管你这个价格昂贵不昂贵，先治好了病再说。所以病家发现这个药效非常好，人家呢无不趋之若鹜啊！所以这是一门利益非常丰厚的绝好生意。这些年来，儿子与这范其信通力合作，已经把我们的百草堂的生意做到了河东、河北、河南各道，每年的收入有上百万两白银之巨呀！狄景辉说到这里，不说了，仔细地观察着父亲的反应。狄仁杰呢，显然现在已经被这番话深深地震惊了。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端详着儿子狄景辉，这心里头啊，翻滚着好几种完全不同的感情：怀疑、欣赏、感慨、厌恶，不一而足啊，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那么的不是滋味，难以形容。好半天狄仁杰没说话呀，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最后狄仁杰才喃喃地说了一句：景辉呀，你真是太令我感到惊讶了。狄景辉苦笑了一下，低下头了。狄仁杰定定心神，那么好吧，关于你与范其信的关系，现在我已经很清楚了。你再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5日前的上午，你是不是去过恨英山庄，与范其信谈过话呢？狄景辉一愣，飞快地思索了一下。5天前，是的，我确实找过他，只是去和他谈一谈最近一次去广州进药材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我在他吐纳的石不亭上和他谈了几句，然后就离开了。怎么了，爹？景辉呀，据冯夫人称，那天中午他去给范其信送饭之时，就发现范其信已经被人刺死在了石不亭内。此前只有你去找过他。什么？狄景辉一听此言，腾的一下子从这椅子上跳起来了，脸涨得通红啊！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和范老爷子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怎么就……冯丹青啊，又是这个女的！爹呀，我劝您呐，还是好好的留意这个女人吧，她的话绝不能轻易相信。范老爷子的死，到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只听到他的一面之词，我们至今连范老爷子的尸身都没见到，谁知道这冯丹青所说的是真是假呢？今天我倒是见到了范其信的尸体，他确实是被人用短刀刺死的。哦，这么说，这狄景辉呀，听到这句话，陷入了沉思当中。狄仁杰在旁边看着他，一种难以言传的疼爱和怜惜之情涌上了心头。狄景辉毕竟是狄公的亲生儿子呀，
如果说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意外，作为父亲的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狄仁杰看了自己儿子一眼，不由得低声说：景辉呀，我只希望你什么都不要瞒我，把一切都告诉我，我是为你好的。狄景辉现在全身哆嗦了一下，哼，爹呀，儿子并不想瞒您什么，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瞒您的。您呐，就自管调查自己的案子吧。如果您想把儿子列成嫌疑犯，儿子呀也无话可说。唉，狄仁杰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两个人就这么着沉默了许久。狄景辉这个时候站起身来了：爹呀，您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儿子我就先告退了。也好，都已经敲过4更了，你先去休息吧。狄景辉迈步刚要走，景辉，你那百草堂的药物名册你身边可有啊？儿子的房间里倒有一本，爹，您要看吗？你让人给我送过来吧。爹，你要看那个干什么呀？你要找什么药吗？狄仁杰把头一点：是啊，我想看看你这里头有什么特效药能够给元芳用啊，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呀。狄景辉一听这句话呀，脸上泛起一种不屑的表情：爹呀，您倒真的还是时时刻刻都惦记着您的那位李元芳将军呢。他怎么了？我看他挺好的呀，不像是有什么病啊。景辉呀，你为什么偏要和元芳过不去呀？我本来还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成为好朋友啊。他跟在你爹我身边这么多年，出生入死，身上的那些新伤旧疮，只有我了解的最清楚啊。我不关心他，谁来关心他呢？好朋友我可没兴致和一个护卫交什么朋友。再说了，您犯得着为他这么牵肠挂肚吗？他要是没病，就该为您效力；他要是有病干不了了，您让他走人便是了，何必如此麻烦呢？狄仁杰现在一听这话，简直不像话，刚要开口训斥，就这个时候响起了一声大人。狄仁杰和狄景辉抬头一看这才发现李元芳已经从外边疾步走进来了。李元芳一脚跨入书房门口的时候，正好听到狄景辉最后那句话，李元芳一下子就愣住了。这一时间三个人十分尴尬。隔了一会儿，还是李元芳低低的又喊了一声大人，但是李元芳没有和这狄景辉打招呼，也不看他，就当着狄景辉不存在。狄仁杰这个时候也缓过神来了，赶紧迎了上去。狄仁杰往前一迎，一下子就看见李元芳月白的袍服上沾满了鲜血呀，不由得大吃一惊：元芳，你这是怎么了？李元芳一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李元芳笑了：大人，您甭担心，这回都是别人的血。狄仁杰一听这话，这个心才放下，赶紧抓住李元芳的手，是频频点头一时之间老头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了。狄景辉一看这个场景，浑身不自在呀，站在旁边十分尴尬。爹呀，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然后一扭身就朝书房外边走过去了。狄仁杰也不理他，拉着李元芳的手：坐下。看来我的预感还是有些道理的。蓝玉观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狄仁杰说这句话的时候，狄景辉刚走到门口，
一听蓝玉观3个字，狄景辉浑身一震，他犹豫地放缓了脚步。这个时候狄仁杰一身的注意力全都在这李元芳身上了，根本就没发现儿子的异常。李元芳一听狄仁杰问话，李元芳就回答了：大人，今天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少有的惨状了。哦，什么惨状？哎呀，大人呐，60多名道士被人杀死在蓝玉观内，而且死状惨不忍睹，很多都被肢解了。另外呢，元芳今天晚上在那里还遇到了伏击，杀手的攻击力很强，而且都是亡命之徒，十分可怕呀。若不是大人您及时调去援兵，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狄仁杰听到这些话，连连点头啊，声音颤抖啊：只要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狄景辉在门口听到这里，不敢多待，悄悄的就闪出了房门，大步流星的朝后院走去。李元芳在这书房里呀，就把今天晚上在蓝玉观的情景详详细细、一五一十的对狄仁杰述说一遍。最后说了：大人呢，现在孙副将已经带队将蓝玉观现场包围起来，我这里来向您汇报。沈贤弟呢，去都督府向长史大人汇报。哦，狄仁杰一听这个话，眼波一闪：沈贤弟，哦，就是那位沈将军吧？元芳啊，你这么快就和人家称兄道弟起来了。李元芳挺不好意思的啊，大人啊，沈怀不错，所以我很好很好，这样很好啊。以后你再要出去行动，就和他一起去，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一些呀。大人呢，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元芳啊，我要好好的想想。你看，从我们在山道上遇到那个石膏而亡的道士之后，到今天不过短短2天多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虽然说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分散独立，但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通过仔细的分析，我们一定能够找出这种内在的关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整理清楚，找到其中的关键。李元芳一点头：那蓝玉观那里呢？大人，您要不要也去现场看看呀？蓝玉观的现场我是肯定要去的，看看现在的样子，再和我们上次在那里过夜时候的情景做个比较，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些端倪的。好啊，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明天是今天天亮之后咱们就去。狄仁杰一听这个话，抬起眼来注视着元芳。狄仁杰把脸一沉：不急不急呀，我说过了，官府是案件的主审，我们最好还是等陈长史来要求我们参与之时才正式介入才好。李元芳一听这话，急忙起身：大人呐，沈贤弟已经去向陈长史汇报了，我想长史大人一定很快就会来请您去现场的，我这就去换件衣服，好陪着您去现场。说着话，李元芳转身就要走，狄仁杰啪一把抓住李元芳的手：元芳啊，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的急躁啊？你过去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去勘察现场，我心里自有计较。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不论陈长史会不会来请我，今天我都不会去。但您这……狄仁杰仔细端详着李元芳的脸色：元芳啊，你不要命了！再说，就算你不觉得累，我老头子也没办法这么连轴转呢。
你看看外边的天都快亮了。行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你先去休息，午饭后再到我这里来，我们好好的讨论研究一下案情。蓝玉观明天我们再去。李元芳还想再说话，但被狄仁杰用一种眼神坚决的给阻止了。李元芳没办法呀，只能向狄仁杰行个礼，然后转身离开书房了。狄仁杰望着李元芳远去的背影，眼神中充满了担忧啊。咱们翻回头再说沈怀。沈怀跟李元芳分手之后，策马就回到都督府。那长史大人陈松涛现在呀，根本就没睡呀，一身官服，正等着沈怀呢。一见沈怀就问：事情怎么样了？沈怀站在正堂中央，就把蓝玉观内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的对着陈松涛做了汇报。陈松涛听完沈怀的讲述，他沉吟良久。哎呀，真没想到啊，在滨州之下居然还会发生这样的惨祸，是本官失察呀，奇了怪了，此前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个蓝玉观呢？当然呢，对此末将也是深感纳闷啊。末将可以去调查一下。你是应该查一查。我看这样吧，沈将军呢，你忙了一个晚上，先去休息一下。今天下午你想办法多去了解一些与这蓝玉观的情况，然后再去狄大人那里走一趟，请他明天与本官法曹等众位大人一起去勘察蓝玉观的现场。是。沈怀说了个是，转身走出正堂。陈松涛看着沈怀走出去了，站起身来，他慢慢的走入后堂。这后堂之中啊，有个书架，书架上边放着一些经典，而且还有一些古玩，尤其在左手上方有那么一个小铜鼎。这陈松涛啊，就走到这个书架的前边，伸左手就抓住了这只铜鼎，然后逆时针方向这么一拧，耳轮中就听见这个书架呀，立刻左右就分开了。这么一分开，这才发现在这个书架的背后有一扇小门，这是间密室。陈松涛开启这个小门之后，迈步就进了这间密室了。随着他进去，嘎巴，这个书架又合上了，在外边你根本不能发现。陈松涛走进密室，就见这个密室啊，四面紧闭，整间密室里头就有一支蜡烛，放着微弱的光线。正中央有一张桌子，还有2把椅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呐，非是旁人呐，正是昨天晚上与李元芳在绝壁激战的那个黑衣首领。请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演播王风尘。滨州长史陈松涛走进了密室。这间密室不大呀，四面紧闭，就靠着桌上点着的一支蜡烛的微弱光线照明。在这个密室里边，桌旁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昨天晚上与李元芳在绝壁激战的那个黑衣杀手。现在呢，他正拿着一块纱布轻轻地擦拭着左肩上的伤口呢。在面前桌子上扔着那只被李元芳置入他肩头的狼牙剑，现在已经被一剪2段了。这个人呐，一边擦拭伤口，一边咬牙切齿地发出一些声音。
显然呢是感到疼痛难忍。这个时候陈松涛走进来了，探头看了看他的伤口，怎么伤得不轻啊？他妈这个李元芳真是厉害呀，太难对付了。哼，我提醒过你呀，让你不要轻敌，你就是不信，非要见识见识他的能耐，结果怎么样啊？这次啊，算我大意了，等下次再见到他。行了行了，我看呢，最好还是不要有下次的好。哎，对了，你刚才说他似乎听出了你的声音。没错，这个人呐，实在是太精细了。我只不过在他面前讲过几句话而已，他居然就能听得出来。陈松涛一点头，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总的来说进行的十分完美呀，完全达到了我们需要的效果。尤其没有想到的是，狄仁杰和李元芳来滨州的路上就误入了蓝玉观，也算是天助我们呐，反而少了很多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麻烦。现在狄仁杰呢，肯定已经听了李元芳的汇报了，开始分析蓝玉观的案情了。他分析的越深，我们就越主动。很好很好啊，今天呢就给他们一天的时间好好的想想，明天我再去听听他们的分析结果。黑人一听陈松涛此言，是嘿嘿的奸笑啊。陈大人神机妙算啊，属下佩服之至。不过呢，属下总觉得这个李元芳是个麻烦，想起来就令人颇为不安呢。陈松涛眉头一皱，你说的很有道理。现在呀，这狄仁杰是致仕的身份了，身边没有一兵一卒可以调用，就算他本领再大，说穿了也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子而已。我们呢，可以毫不费力的就把他玩弄在股掌之中。但是现在他身边有这个李元芳，这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而且这李元芳他还听出了你的声音。要不这么着，想办法把他给干掉。不，陈松涛一摆手，你昨天晚上已经和他动过手了，如果说以你的武功上斗不过他的话，恐怕咱们这里没有人能够将他轻而易举的置于死地了。万一失手的话，反而会弄巧成拙，反为不美呀。况且昨天我在狄府冷眼观察，狄仁杰对这个李元芳啊是爱护有加呀。假如说这个李元芳真的出了点事儿，很难说狄仁杰这个老狐狸会不会狗急跳墙，做出什么过分的事儿来。狄仁杰毕竟是狄仁杰呀，他要是真的急了，恐怕还是很难对付的。那该怎么办呢？陈松涛来回的踱着步，嘴里嘟嘟囔囔，让我想想，再想想，必须要找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想想，突然间陈松涛眼前一亮，我怎么忘记他了？太好了，有办法了。我不杀李元芳，我让他呀待不下去，自己走。说到这里，陈松涛转身又看了看那个黑衣人，你呀也不要在此久留啊，
处理完伤口就赶紧回去吧。记住了，要千万小心，绝不能让那个女人看出破绽来。还有，监视狄府的情况怎么样了？请大人放心，我已经派了最精干的人去，让他们多加小心，保证不再发生第一个晚上的事情了。而且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死士，万一被拿，他们会立刻自尽，绝不会让狄仁杰问出真相的。很好，那就这么做吧。说完话，陈松涛就走出密室，又把这个书架又给合上了。恢复正常之后，陈松涛就来到正堂之上，又恢复了平常的神态，喊了一声：来人呐，给本官备马，我要到城南小姐的家中去一趟。这个时候有人就赶紧的给这陈松涛备马。这个时候天色都已经蒙蒙亮了，陈松涛乘胯坐骑，就来到狄景辉在城南的府邸。这狄景辉的府邸与城北狄仁杰官邸的朴素庄严不同。狄景辉的这座府邸极尽奢华之能事简直是富丽堂皇真可谓是朱户甲地，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门外还有2个黑人的奴仆在那里恭迎，这就是昆仑奴都是黑种人。有人说说这个唐朝时期的昆仑奴是来源于非洲，其实这个说法现在来看是不太正确的。据现在考证说中国历史上的昆仑奴是来自于西贡的亚洲马来黑人。而据这个印度的历史记载说这个西贡自公元3世纪以来就是亚洲最大的奴隶市场，主要向中国销售奴隶。这种贩卖奴隶的行为一直持续到明代。这个古代人发音不准确，误将这个柴滚读成为昆仑，这才有了昆仑奴的名称。这个唐朝大诗人有个叫张继的，他写过一首诗，就叫做《昆仑儿》。诗曰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机了，波涛出过玉林洲。金环玉落曾穿耳，罗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说的就是这种昆仑奴。这有昆仑奴的人家那就了不得那是大富大贵之家这王公大臣家里都未必有，人家这狄景辉家里雇了好几个。这门外有昆仑奴的迎候，门内有紫衣人力的接待，青衣侍女在院中穿梭侍奉，沉香围梁，玳瑁贴门，碧玉窗，珍珠箔，碧色节气。不知道的往里一走，还以为来到皇帝的某座行宫呢，甚至说比皇帝的行宫都富丽堂皇陈松涛对这非常熟悉了，不以为然直接到内宅见到自己的女儿陈秋月。一看怎么狄景辉还没有回来？是被公公叫走了，现在还没有回来。没回来正好，爹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这陈松涛就在这里跟自己的女儿述说了一番，然后起身就走了。陈松涛前脚刚走，狄景辉风风火火的后脚就进来了。推开门一看，现在的陈秋月沉着脸坐在桌前。狄景辉一看陈秋月这个表情也没有好气儿，你成天虎着个脸给谁看呢？陈秋月坐在那里，听见丈夫进屋了，并没抬头。现在狄景辉这么一说话，陈秋月无精打采的抬起头来瞟了狄景辉一眼，还能够给谁看呢？
给我自己看罢了。你10天半个月的都不回家，也看不了几眼。狄景辉呀，也不理他。我刚才看见你父亲骑马从这里离开了，他来过了。他来干什么？好不容易呀，你回来一趟，不问我一句，不问孩子们一句，到马上问起我爹来了。你可真是越来越不让我明白了。狄景辉听这话扎心呐，脸色一变，正要发作，又按耐下去了。我也是啊，随便这么一问，你就别吹毛求疵了啊！说着话，狄景辉一屁股坐下，伸手把这茶壶端起来，然后把杯子拿过来，倒了一杯茶，在这里坐着喝茶。陈秋月一看狄景辉的这个举动，眼光中突然间闪出一些热切的光芒，把头探过去了。景辉呀，今天你就留在家中吃晚饭吧，我让厨房给你做几个你平常最喜欢吃的小菜。我们夫妻2人好久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了你看好不好？狄景辉端着茶杯哼了一声，不置可否。陈秋月又说了，景辉呀，其实我父亲来呀，也不是为别的，就想问问呀，你最近在忙些什么？他也是有些担心你呀。什么？担心我？他什么时候对我如此的好心了？陈秋月一听这话呀，眼珠转动着，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他想了想，景辉呀，父亲告诉我，昨天晚上官府在城外的太行山里发现了一个叫蓝玉观的地方，还有许多道人的尸体。狄景辉一听，这脸上的肌肉有些抽紧，死死握住手中的茶杯，但是不发一言。陈秋月就从旁边偷眼观瞧着狄景辉的表情。奇怪的是，公公来滨州的路上就已经和那个李将军一起去过蓝玉观了，而且还在那里待过一夜。当时观中空无一人的。景辉，公公和你谈起过这件事情吗？他和我谈？没有，他什么都不会和我谈的。这就奇怪了。我父亲还说已经去请公公明天与他一起再去勘察现场，以公公的能耐，应该很快的就能查出事情的真相。对了，听说那个李将军昨天晚上还在蓝玉观和人交了手。我父亲说李将军的功夫十分了得，有他在，公公真是如虎添翼，没有什么疑难案情解决不了的。狄景辉听到这里，啪，把手中茶杯猛地蹲在桌上了，这茶水溅了一桌。陈秋月哆嗦了一下，但是陈秋月现在显然已经下定决心。他咬了咬嘴唇，继续往下说。父亲说那几十个道众都死得十分凄惨，说不定是有人要杀人灭口，也未为可知啊。金辉呀，父亲来告诉我这些，就是想让你有些准备，因为毕竟你仿佛和那个蓝玉观有些关系。狄景辉听到这里，猛然间跳起身来，死死地盯着陈秋月。你说什么？蓝玉观？我和蓝玉观有什么关系？我连听都没听过这个什么蓝玉观。陈秋月呀，还有你那个阴险狡诈的父亲，我劝你们不要得寸进尺。当年的事情是我看在与你夫妻的情分上才隐忍了下来，可是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你们休想牵扯到我的父亲，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陈秋月现在脸色惨白呀，你倒是很维护公公啊，只可惜公公对你是横看竖看都不顺眼，倒把个外人当宝贝似的宠信着爱护着。我看你这个儿子呀，做的也真够失败的。如果哪天公公真查出你有什么差错的话，就怕立刻把你当做他大义灭亲的牺牲品了。狄景辉再也听不下去了，伸手拿起茶杯摔了个粉碎，然后噔噔噔几步来到房门前，咣当一声把房门打开，迈步出去，咣把房门甩上，头也不回的就冲出去了。陈秋月坐在那里没动，看着狄景辉的背影，喃喃自语：你走吧，你走吧，永远也不回来才好呢。咬牙切齿的说完这番话后，陈秋月往桌上一伏，又是泣不成声啊。咱们书说简短，这一上午啊，没有别的事儿了。狄仁杰呢，就一直在自己的书房里边，案上铺了很多的白纸，拿着笔，一会儿在这张纸上写几笔，一会儿在那张纸上烙几下子，忙得不亦乐乎。等到午后过了，这个时候李元芳轻轻地走进书房，一看狄仁杰提着笔在那写字呢。大人，您在干什么呢？狄仁杰呢并不答话，一直等到李元芳走到面前，凑着这午后的阳光打量了一下李元芳的脸色，脸色比昨天晚上好一些了。元芳啊，睡得好吗？挺好的，从早上一直睡到现在，刚刚才醒就到您这里来了。这么说你还没有吃午饭吧？没有。狄仁杰一指桌子，这里有几包点心，都是太原城里头最好的和记点心铺子上午刚刚做出来的，我让人买了些回来，你吃吧。好。李元芳走到桌前，拿起了块点心正要吃，狄仁杰走过来给他倒了杯热茶，递给李元芳，坐下慢慢吃。你吃的呀，这叫酥饼，吃酥饼必须要配热茶，酥饼配热茶是最好吃的呀。好，李元芳赶紧接过茶来，吃了口酥饼，喝了口热茶，果然味道好极了。大人呐，您在干什么呢？我在分析案情啊。能说给我听听吗？你呀倒会享受啊，又有的吃，又有案情听，很舒服嘛。说说吧，大人。狄仁杰这个时候把手往后一背，慢悠悠的在这屋子里踱起步来。元芳啊，昨夜我们谈到，从我们在山道上路遇那个道士到现在，发生了许多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先做一个大的假设，假设这些事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找出这种联系，然后再反过来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说着话，狄仁杰就走到书案前，拿起几张纸，又走到桌前，放在桌上，指给李元芳看。你来看，这些纸上分别记录了我们所遇到的不同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中的可疑之处啊。这些纸是分别独立的，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说不定我们就能够把它们组织起来。狄仁杰说着话，就挑出其中一张放在面前。你看，这张上面写的是山道上的死者，这是我们所遇到的一系列怪事的开端。那么这个死者的身上到底有些什么可疑之处呢？首先，
他到底是因何而死的呢？从表面上看，他是猛食彭彦高鼓胀而死，但是紧接着我们就在蓝玉观外的厨房里发现了一块彭彦高，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有了联系。元芳啊，我们回来后检查了那块彭彦高，那块膏里头似乎是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李元芳现在呀，正捏着一块酥饼，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朝手里的酥饼看了几眼，最后啊，还是把这块酥饼给放下了。当然了，如果道观里的彭彦高是掺了东西的，那说不定那个死者韩瑞想吃的不是普通的彭彦高，而是道观彭彦高里掺的那种东西。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现在要查出那掺的东西有些难度啊，所以我们就暂且搁下这一个结论，再看下一个疑点，也就是死者韩瑞脖子上所戴的金链子。这条金链我们已经分析了，十分奇特呀，不像中土的物件，和道观似乎也扯不上关系。但是元芳啊，在这2天里面，我们不是还见识过其他一些异域风貌吗？李元芳一听，您说的恨鹰山庄？对，就是那恨鹰山庄啊。依我来看，在这个恨鹰山庄里头，肯定有不少的秘密。请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演播王风尘。狄仁杰和李元芳两个人分析案情。狄仁杰说，第二个疑点就是韩瑞脖子上所戴的金链子。这个金链子呢，不像是中土的物件，倒像是异域外国的东西。狄仁杰说到这里，提醒似的就对李元芳说了，元芳啊，这2天里面我们不是还见识过其他一些异域风貌吗？狄仁杰这么一提醒，李元芳立刻就想到了恨鹰山庄。狄仁杰说，元芳啊，昨天恨鹰山庄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李元芳说，确实大开眼界呀，从东西到人都古怪的要命啊。哈哈，怪是怪的有名堂啊。昨天冯丹青提到，范其信曾经和大食人有些往来，而我看那些建筑的样式、泉池的格局，也仿佛很有伊斯兰穆斯林的味道。李元芳一听这里，皱起眉来了。在这里呀，咱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老说这个大石的，大石是哪呢？大石呢，是波斯语的音译，它最初啊是以布朗部族的称谓。到了中国的唐代时期，这个大石啊就成了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这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随着这个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向东扩张，使这伊朗中亚地区讲着伊朗语的人逐渐改奉伊斯兰教，所以这么一来呢，讲伊朗语的穆斯林也被看成为阿拉伯人，并被某些相邻的民族称为大食人，所以这个大食的含义呀也随之扩大了。这个大食啊还有个国，这就是大食帝国。大食帝国与中国的唐朝大致建立于同时，这两国人民都创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从7世纪后半期开始，大食帝国与中国的唐王朝交往频繁。在唐代的西域，唐吐蕃突厥师与大食之间屡次发生错综复杂的冲突。对着突厥师啊，您往后听，咱们大篇幅专门的会介绍的。这些民族、这些国家经常的
发生一些冲突，但在冲突的过程中啊，也有一些很多的文化交往，人民的友好往来。这样一来呢，东方的文化传到了西方，西方的文化传到东方，这些呀，对世界文明、人类的文明都是很大的贡献。狄仁杰今天给这李元芳这么一提，说这个恨英山庄里头这些格局很有点像伊斯兰穆斯林的味道，这李元芳听不懂啊。这李元芳不知道什么叫伊斯兰穆斯林，狄仁杰也知道李元芳不太懂这些，疼爱的拍了拍李元芳的肩膀，给李元芳啊还得做解释。伊斯兰是大食人和波斯人共同信奉的宗教，教徒自称为穆斯林呐，他们有自己的教义、教规和经书，经书都是用大石的文字书写的。随后呢，狄仁杰拿起书案上放着的那条金链子，今天上午我已经让狄春把这条金链送到城里波斯人开的珠宝店里去认过了。虽然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东西，但是那些波斯商人都肯定说这是一个与大食穆斯林有关的饰品，而且这块绿色宝石里面所刻的蝌蚪样的图文都是大食文字书写的伊斯兰经文古兰经啊。这李元芳听的呀是目瞪口呆，简直啊有点像是听了天书似的，好半天才蹦出一句话来：大人呐，您怎么什么都懂啊？狄仁杰乐了所以元芳啊，我们呢这样一来又有了第二个结论，那就是韩瑞和恨英山庄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大食穆斯林这条纽带产生的，而且证明这种联系的还不止这一条金链，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疑点。另一个疑点是什么呀，大人？那就是韩瑞左手上的那些颜色。这还是昨天我在恨英山庄正殿上观看那些壁画时突然想到的。我想起我在老师阎立本的手上也见过很相似的颜色印记。元芳啊，你知道吗？画师在投入绘画作品之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以手去擦拭画上的燃料，有时候一些绘画的效果就是通过手指的描画而成的。所以但凡画师的手上，尤其是左手上，常常会染上各种颜色，长年累月下来，颜色就会深入肌肤，擦洗不掉了。大人，您是说韩瑞左手上的颜色也是这样形成的？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呀。那么说这个韩瑞是个画师？你记得吗？昨天冯丹青曾经提到，正殿上的那些壁画是由他构思，再由画工临摹上去的。这个我记得。不过大人，我还是觉得这个推论有些牵强。据沈怀的调查，韩瑞、韩彬兄弟两个是10多年前乞讨才来到太原城的，他们生活如此困苦，到哪里去学习绘画的技能啊？更何况这个韩瑞还是个哑巴呀。狄仁杰说这确实不好解释啊。但是沈怀也提到，这兄弟两个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再次出现的时候，生活似乎有了保障，这又是为什么呢？据沈怀说呀，韩瑞在蓝玉观做了道士。那好，既然你提到蓝玉观，我们就再转到这个蓝玉观来看看。首先，你我是怎么闯入这个蓝玉观的呢？表面上来看，我们闯入蓝玉观是出于偶然，
但是仔细想想，还是有一些必然性的。这其中的必然性，就是从我们遇到的韩瑞开始的。大人，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追踪小孩子的脚印，才最终闯入蓝玉观的吗？是这个意思吗？大人呐，我觉得那个小孩子应该就是韩冰。不错，应该就是他。我想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韩冰躲在树丛之中，亲眼看到韩瑞死在了我们的面前，他惊骇之下往山洞而去，你我一路追踪足迹，后来遇到恶犬袭击和山石崩塌，这些目前还无从判断是偶然还是人力所为，但无论如何呀，你我还是一头撞入了通往蓝玉观的山洞，所以基本上来讲，还是可以认为是韩冰将你我二人引入那个神秘的蓝玉观的。是的，而且我们在蓝玉观出口的那间单房里面也发现了小孩子的足迹，还有那天晚上我们听到的孩子的哭声。李元芳听着这些话点着头，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话到嘴边，李元芳犹豫了一下，又把话咽回去了。狄仁杰并没有发现李元芳这个变化，他在这里厮躲着。韩瑞和韩冰兄弟两个对蓝玉观一定非常熟悉，否则韩冰不可能知道那个山洞和山洞里面通向蓝玉观的狭窄阶梯呀。哎呀，这个蓝玉观还真是神秘呀，大人。昨天沈怀还说呢，似乎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是啊，它埋在四面绝壁的深山幽谷之中，出路除了那个热泉山洞之外，就只有那两堵绝壁之间的夹缝了，确实是很难被人发现的。另外最奇怪的呀，是道观里的人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被人杀死了。这么多的道士是哪里来的？又是被什么人所杀呢？又是为什么要杀呢？李元芳说这些话，突然间就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恐怖情景，眉头紧锁，面色变得阴沉起来。正这个时候，外边脚步声音一响，狄春进来了。老爷，李将军，沈将军来了。哦，快快有请，把他请进书房来。是。狄春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沈怀神采奕奕地走进书房，端端正正地冲着狄仁杰一抱拳。狄大人，元芳兄沈将军快快请坐。狄仁杰招呼着沈怀坐下。沈将军有什么事情吗？末将今天过来是应长史大人之命，请狄大人和元芳兄明天一起去蓝玉观勘察现场，还请狄大人元芳兄不要推辞。我们怎么会推辞呢？请转告陈大人，明日一早我们即可出发。如此甚好，明早我会与陈大人一起过来，请上狄大人和元芳兄后，从这里出发，直接去蓝玉观。那太好了。这沈怀又说了，关于这个蓝玉观呢，狄大人元芳兄，今天我又多方面打听了一下，略有一些收获。那太好了，沈将军快说来听听。对于这个蓝玉观呢，过去的确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也没有人见过。虽然说韩瑞和韩冰兄弟说有这么一个道观，但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直到半年多前，曾有一些工匠被召集起来，蒙着眼睛去到了一个幽僻的所在。这些人呢，在那里盖了几座房舍，那些房舍的构造仿佛就是一个道观。这些工匠们当时被遣回的时候也是蒙着眼睛，所以他们没有人知道如何出入那个神秘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提起
那个地方有个高达数十丈的热泉瀑布，所以末将断定那里其实就是蓝玉观。狄仁杰和李元芳听到这里互看了一眼，两个人把头一点，接着听着沈怀说，还有一件怪事，就是最近这半年来，滨州周边总是有一些流浪乞讨者失踪的案子，但是因为这些流浪者本来就行踪不定，也无亲无眷，所以最后没了苦主，都成了无头案。末将现在来想，不知道这些情况和蓝玉观里面的那些死亡的道众有没有关系呀？狄仁杰手捻虚髯，沈将军你做得很好这些信息非常有价值，确实应该放在一起好好的考虑，这样我们明天勘察现场就更加有的放矢了。狄大人您过奖了。狄仁杰看看沈怀，又瞧瞧李元芳，狄仁杰总觉得这两人长得都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狄仁杰微笑的亲切地问，沈将军，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洛阳人士，什么时候来的滨州狄大人，末将确实是洛阳人，5年前从玉林卫中被派往滨州折冲府。沈将军原来是羽林卫难怪举手投足都这样严谨精干。末将惭愧，如果狄大人没有别的事情那末将就先告辞了。好，元芳替我送送你的沈贤弟。李元芳赶紧跳起来，陪着沈怀就到了门口。来到门口，沈怀看了看李元芳，压低声音问，元芳兄，身体好些了吗？李元芳一听这个话，脸色微微一红，感激地看了沈怀一眼，愚兄已经没事了，多谢贤弟的关心。就这样，李元芳把这沈怀送走了，然后又回到书房。狄仁杰告诉李元芳，你先去吧，今晚上早点休息，明天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是。李元芳答应一声站那不动，只是对着狄仁杰笑。狄仁杰一看，这怎么回事被这李元芳笑得莫名其妙。元芳有什么事情吗？李元芳伸手挠挠脑袋，不好意思地说，大人用手一指桌上，这些点心很好吃，我可以拿些回去吗？拿去，都拿去。狄仁杰被李元芳这句话给逗乐了，觉得李元芳特别可爱。你看这么大岁数了，闹了半天想吃点心，这孩子们这不是？狄仁杰忍俊不禁，赶紧把这个点心包拿起来，往李元芳的怀里一塞。不，李元芳这个时候脸涨得通红不用那么多，赶紧把这个点心包又放在桌上，然后从桌旁边拿张纸剪了几块包在里面。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脸色通红，手忙脚乱的样子，突然间狄公叹了口气，你和景辉小的时候一模一样他也喜欢吃这种点心，吃完了还要拿元芳我过去一直不觉得自己老可是这次回到家，看到景辉，再看看你，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呀。李元芳这个时候已经包好了点心，低头听着狄仁杰说话。狄仁杰看着李元芳，眼睛里突然间有了一些湿润，声音也变得十分的沙哑和颤抖起来。人老了，就希望看到孩子们一切都好，开开心心的，这才是一个老人最大的
安慰呀。景辉是我最小的儿子，你比他还要小些，我心里也一直把你看成我的亲生儿子。我是多么希望你们二人能够和和睦睦的。唉，可惜世事总难随人愿呐。元芳啊，你别和景辉计较，他就是那个脾气，我也拿他没有办法。其实他的心地并不坏，如今我的身旁只有你们两个了，我一个都离不开呀。李元芳一直在旁边低着头听着，听到这里，李元芳心里很不舒服，极轻地说了句：大人，我走了。说着拿起纸包就离开了狄仁杰的书房。这李元芳啊，一直就走到了自己房门前，转了一圈，他不想进房，在这里转了一圈啊，掩人耳目。然后呢，这李元芳就朝府外头走去了，跨上马，一路上快马加鞭，很快的就赶到了离城东土地庙3条巷子的街口。李元芳翻身下马，把这匹马就拴在路旁一棵大树上，然后慢慢的朝土地庙的方向走去。现在呀，晚霞的余晖将遥远的天际已经涂抹成了灿烂的金色，路边树上几片摇摇欲坠的枯叶在风中轻轻摇曳，犹如在和着残阳轻盈的舞蹈。深秋时节的黄昏，路上几乎已经没有了行人了。李元芳一个人悠哉悠哉地走着，仿佛在尽情地享受着这静谧安详的秋日寂静。但实际上，李元芳那对敏锐的眼睛始终在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就这样，李元芳走了2条小巷，他完全确定了周围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后，这才飞快地跑起来。没走几步就来到了土地庙的墙外，李元芳飞身跃起，越过了土地庙倒塌了一半的院墙，轻声的就落在了破庙前的院中。站在这里，李元芳环顾四周，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皱了皱眉头，举步刚要往土地庙里头走，突然间呢，就听见庙门内有声音。李元芳注意的听了听，这个时候李元芳啊露出了笑容了，精神呢也放松了，干脆往这台阶上一坐，耐心的在这里等待着。等待谁呀？等待那个孩子，那个韩冰。其实李元芳已经拿耳朵摸住了，这个韩冰呢就在自己身后。这小孩子呀还以为李元芳没有发现呢，这小孩子蹑手蹑脚的就靠近了。他呀想对这个李元芳可能想下什么手，哪知道刚到李元芳身后，李元芳突然间一个转身，这小孩子猝不及防就被这李元芳一把给揪入了怀中了。一按到怀中，李元芳看了看这个蓬头垢面的孩子，用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擦了擦他的脸蛋。我说，你的武器都让我给收走了，还有什么办法来伏击我呀？伏击？什么叫伏击呀？韩冰瞪着眼睛，一个劲的在那里蹬着双脚拼命挣扎。李元芳啊也被他挣扎的没办法了，只好把这韩冰放开。再一看呐，在这韩冰小孩的手里呀居然握着半拉剪刀。李元芳一看，我真不知道啊，你要把我弄死对你有什么好处？也没什么好处，可我就是不喜欢你老缠着我问东问西的。这韩冰小孩呀说着话气呼呼的当啷把剪刀一扔，然后一屁股坐在李元芳的身边了。李元芳说，难道我对你不好吗？韩冰说，你对我不错，但是你却和那个人住在
一起。小孩韩斌伏击李元芳未遂，他拿着半拉剪刀啊，想给这李元芳一下子，那不瞎扯吗？被这李元芳拉到近前，李元芳就不明白了，哎，你把我弄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韩斌气呼呼地说，对我是没什么好处，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你老是缠着我问东问西的。韩斌说着话，气呼呼的把剪刀也扔了，然后一屁股坐在了李元芳的身边。李元芳看着挺好笑，就对着韩斌说了，要是我不问东问西了，你是不是可以对我客气一些？韩斌一听这话，白了白了李元芳，这个嘛，如果说你不对我问东问西的，我可以对你客气点。李元芳苦笑着摇摇头啊，哎，你吃过东西了吗？韩斌朝他翻了个白眼儿，也不答话。李元芳知道韩斌肯定没吃东西，就从怀里把那个点心包给拿出来了，打开纸包，把里边的那些酥饼拿出来递给韩斌，哎，我可给你带来好吃的来了。韩斌一看有吃的，一把抢过去了，抓了块酥饼就往嘴里塞呀。李元芳看这个韩斌这个孩子是饿坏了，看那个吃样非常的可爱，李元芳觉得好笑吧。我说，你明明知道不是我害死了你的哥哥，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呢？难道说我对你不好吗？这韩斌嘴里头塞着点心，含含糊糊的就对着李元芳说了，可是你和那个人住在一个家里呀，我看见的，你们可是在一起的。那个人哪个人呢？李元芳紧盯着问。韩斌一看李元芳紧盯着自己，面目表情非常严肃。韩斌小孩啊，有点害怕，就是那个狄三公子啊。李元芳一听狄景辉，看起来我没猜错呀，你认识他，你为什么会认识他呢？韩斌被这李元芳这句话呀吓得一哆嗦，结结巴巴的说，那是因为嫣然小姐，我哥哥。这韩斌话没说完，李元芳一听嫣然小姐，你还知道陆嫣然？韩斌了一声，紧接着委委屈屈的说，你不是保证不再问了吗？我真的不想说，我哥哥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去哪，可我还想替他报仇。我哥哥他是个哑巴，他没什么本事，除了画画他什么都不会，可他是我的好哥哥呀，我就这么一个哥哥，现在他死了，我什么亲人都没有了。说到这里呀，小孩韩斌说不下去了，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李元芳叹了口气，呆呆的就看着韩斌哭，一直等到小孩韩斌渐渐的停止了哭泣，李元芳这才站起身来，斌儿啊，我要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李元芳说完这话，又绕着土地庙转了一圈，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呀，我还真的是不放心呢。可是我现在又不能带你去狄府，怎么办呢？我也是2天前才到太原，东南西北还搞不大清楚，让我好好的想想。李元芳说着话，背着手在这里绕来绕去，突然间一扭头盯着韩斌，斌儿，你骗了我了，你根本就不会写字，对吗？韩斌正在那里哭呢，现在这个哭声啊由大变小了，光在那擦眼泪也没眼泪了。一听李元芳这句话，韩斌的小手也下来了，转动发红的眼珠。我是不会写字，可是我会画画呀，我哥哥教给我的。说着话，这韩斌从地上就捡起了一根树枝，2下3下就在这个泥地上画了个人脸。李元芳背着手走近一看呢，哟呵，
画的居然是自己呀，还挺神形兼备的。就是啊，这个表情不太好，皱着眉头，好像非常凶恶的样子。李元芳一看乐了，我有这么凶吗？啊！李元芳一抬脚，用鞋底把自己的肖像就擦掉了。李元芳非常有意思的看着韩冰，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呀。这样，你呢就在这里再待上一个晚上，明天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你带走，我会保护好你的。说到这里，李元芳冲着韩冰挥挥手，然后就离开了城东的土地庙。等到这李元芳又回到狄府的时候，这天色就已经黑了。李元芳并没有上前面去给狄仁杰打招呼，而是直接的奔自己的房间去了。没想到刚走进自己的跨院发现跨院中有一个人正在那里溜达来溜达去呢。李元芳一看谁呀？不是别人，正是狄景辉。这个狄景辉正在李元芳门口在那里溜来溜去，好像那个意思在等李元芳呢。一听见有脚步声音了，狄景辉一扭脸，看见李元芳了，这脸上顿时有那么一点尴尬的神色，但这种神色马上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被这个狄景辉给调整的马上像一个若无其事的样子似的，稳稳当当的踱着小方步。这狄景辉就走到了李元芳近前，冲着李元芳一拱手，李将军。李元芳没想到在自己的跨院里能见到狄景辉，他一看狄景辉也是略略的犹豫了一下，但是一看狄景辉向自己施礼呢，李元芳也赶紧的立刻向前跨了一步，一抱拳，景辉兄，找我有事吗？狄景辉一笑，怎么说呢，景辉惭愧李将军来到我们这里2天了，景辉多有冒犯，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所以今天晚上景辉特意的设了宴席，想请李将军过去，我要设席给李将军赔罪李元芳一听，毫不迟疑的就说了，赔罪在下是绝不敢当的，既然景辉兄盛情，元芳怎敢违命今晚我是一定会按时赴约的。好，痛快李将军你果然豪爽宴席就设在景辉开设的酒肆9重楼里边。既然如此，景辉我就先走一步了，我在9重楼恭候李将军。说着话，狄景辉冲着这李元芳又一拱手。李元芳说，景辉兄请便。元芳随后就到。好，就这样2个人分手了。狄景辉大步流星走了，李元芳回到自己房间，先休息了一会儿，匆匆换了套衣服，然后又向狄春问明白了9重楼的方向，乘胯坐骑，抬头一看现在已经入夜了。李元芳马后丘一加鞭，飞马奔着9重楼方向疾驰而去。现在这滨州的天气深秋季节，非常的凉爽，但是此时此刻的洛阳城却显得非常的寒冷，尤其是今天晚上，这刚一擦黑，这洛阳城就悄悄地飘起了今年的第1场雪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小雨加雪，冰冷刺骨的雨水中夹杂着雪珠落到地面上，和这泥土混在一起，再被这街道上的人这么一踩到处都是肮脏不堪的黑水和污泥让人看上去黏糊糊的，脏兮兮的，这心情很不舒服。您别看这外边挺冷，外边挺不舒服，但是武则天的寝殿里现在却是温暖如春，异常的舒服。重重的帘幕悬挂在暖阁的四周，
有3个青铜熏笼里边燃着炭火，向整个暖阁里源源不断的输送着热量。而且呀，整个寝殿里充满了香气呀，这个香气让人闻上去昏昏欲睡，特别的舒适，就飘在这宫殿当中，弄得这一旁服侍的那些训练有素的女官，还有那些宦官吏士们都不由自主的眯缝起双眼了，看那意思呀，都要打瞌睡了。在这暖阁的正中央是一张龙榻，龙榻前已经铺开了一副巨大的裘皮地毯。那莲花六郎张昌宗现在正披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纱袍，赤着双脚，在这地毯上轻盈地走来走去。这暖阁外边传来了悠扬的笛子声，吹奏的曲子正是张昌宗人家自己亲自谱写的祭乐舞曲。在这个舞曲的伴奏下，张昌宗感情在这里正蹦叉叉呢，如痴如醉的扭动着身躯，仿佛就进入了仙境。女皇武则天现在斜倚在榻上，目光跟随着张昌宗的身子，透过张昌宗那件半透明的纱袍，欣赏着张昌宗年轻匀称充满韵律的身体。武皇觉得呀，这种感觉是自己目前来说最大的乐趣。就在武皇半梦半醒的陶醉之中，有一名飞衣女官悄悄的就来到武皇身边，哈下腰来凑在武皇的耳边低语了几句。武则天听着听着，面色渐渐的变得凝重起来，猛然间唰，他坐直身子，手一伸，女官立刻把一封密奏递到了武则天的手中。武则天把这密奏打开，全神贯注的看了一遍，密奏再合起来，抬起头来沉思了片刻，又把这份密奏交还给女官，一摆手，那名女官无声无息的退出去了。武则天回过身来，一看张昌宗还在那里自我陶醉呢。武则天又在那里看了片刻，用无限惆怅的语调叹息道：看看，多么美的身子呀，多么好的年华呀，人要是能够永远的也不老，该有多好啊。张昌宗一听武则天说话了，立刻停止了身体的摆动，来到武则天身边，靠到武则天的脚边，迷迷糊糊地说：圣上，在六郎的眼里，您就是永远也不老的。武则天一听，用手抚摸着张昌宗的头发，你这小孩子呀，也知道哄人了。哄人和哄人还是不一样的。六郎你哄得朕心里很舒服啊。张昌宗娇滴滴的哼了那么一下子，把头就伏在了武皇的胸前了，似睡非睡的轻声叹息着。武则天的手慢慢的摩挲着这张昌宗的背部，一直往下滑，滑来滑去，滑在了张昌宗的腰间，武则天就停那儿了。都说六郎的身体毫无瑕疵，完美无瑕，其实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朵莲花呢。张昌宗趴在武则天胸前，双眼媚情，朝着武则天微微一笑。就是六郎这个胎记，除了父母和哥哥外，也只有圣上您知道了。
武则天哼哼的冷笑了2下。这朵莲花好啊，如果说一个人全无瑕疵，当然很美了，但这白玉微瑕却更让人爱不释手啊。这朵莲花呀，朕是要独占的，谁要是胆敢沾手啊，朕就让他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呀！张昌宗闻听此言，全身一哆嗦，赶紧把头从这武则天胸前抬起来了。陛下，您吓死六郎了！哟，朕的六郎的胆子竟然这么小啊！那以后我不在了，你怎么办呢？张昌宗一听这个话，赶紧坐起身来了。陛下，您说什么呀？六郎不能没有陛下呀！您可得一直护着六郎啊！武则天轻轻的摇摇头啊，朕倒是想啊，可是生老病死谁都难敌，不是吗？你要是想让朕一辈子护着你啊，你说的那个东西怎么还不快给朕献上来呀？啊！张昌宗一听此言，顿时完全清醒了。就见张昌宗啊，额头上这白毛汗都出来了。圣上，那边呀一直在想办法，六郎啊也去信催过好几次了，只是这东西确实很难到手，还请圣上稍赐耐心。六郎啊，是你的那位姨妈在想办法吗？是，正是六郎的姨妈。武则天伸手在这张昌宗的嘴巴下面这么一挑。六郎啊，你长得这么标致，你那位姨妈一定也是个大美人吧？是，凡看见过我姨妈的人呐，都说她是100年一见的美人啊，是天仙下凡呐。张昌宗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带出一些自豪，带出一些骄傲。武则天呐，不觉得盯了张昌宗一眼。张昌宗顿感失言了。在武则天面前，你敢说其他女子的好看？你这不找倒霉吗？张昌宗一下子吓得心狂跳起来，把脑袋往下一埋，不敢再看武则天了。武则天就在这里注视着张昌宗许久。瞧你给吓的，就算你姨妈是天仙也不错呀。我看你们一家子呀，倒都是一些天仙美人啊。不过呢，她也不会很年轻了吧？今年多大年纪啦？禀圣上，我那姨妈呀，今年得有30多岁了。过去也曾嫁过人，后来寡居了几年。3年前，她才嫁到了恨英山庄里头。30多岁。那应该是半老徐娘了，不是青春少女啦。武则天说到这里，若有所思，她看看张昌宗，接着又说：想当年朕被册封成皇后的时候，也已经30多岁了。不过我还记得，当年先帝对我说过，在他的眼里，朕30多岁的时候，比当初刚刚入宫的时候要更加美丽的多，也更有韵味的多呀。武则天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迷离起来，仿佛一下子陷入了永远的回忆当中。张昌宗在旁边讨好的说：是，陛下，在六郎看来呀，您如今的样子比30多岁还要美丽，还要有韵致呢。你呀，我30多岁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倒是怎么见过的呀？
要奉承也不能这么胡乱的奉承啊！这张昌宗啊也尴尬的笑了笑。武则天这个时候充满爱意的端详着张昌宗，隔了搞半天这才说话：六郎啊，你先出去一下，朕要办件事情。是。张昌宗赶紧起身告退。张昌宗退了出去，武则天这个时候坐直身子，刚才那个非裔女官呐，立刻就悄然无声地出现在武则天的身旁。武则天沉思半晌，看看那个女官：你立刻拟一道密旨到滨州，让他们加强监控，一旦有风吹草动就立即采取行动，事发紧急之时不必请示，朕授予他们便议行事之权。是。女官退下了。女官这么往下一退，武则天站起身来，满面寒霜的凝视着滨州的方向，喃喃自语地说：怀英啊，怀英，这一次你可不能让朕失望啊！而此时此刻，在寝殿外头的张昌宗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来回的踱着步。这个时候，一名力士上前替张昌宗披上一件裘皮锦袍，也被张昌宗猛地甩在地上。他恨恨地跺了跺脚，一咬牙，好像是下定了决心，快步朝殿外走去了。这今天晚上啊，无疑是一个多事的夜晚。这宫里头这样，其实在滨州郊外恨英山庄里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恨英山庄的女主人冯丹青现在呀，坐在恨英山庄正殿的莲花池旁边，眼望着殿后的巨幅壁画，一动不动的正在这里遐思着。这个时候，管家范太悄悄地走进殿来到了冯丹青的身旁，屏息站立着。冯丹青毫无知觉呀，看了一会儿壁画，猛地一回头，当时看见这范太的眼睛啊，吓得一大跳。是范太一弯腰啊，夫人别害怕，是我呀，嘿嘿，洛阳那边有信来了。恨英山庄的女主人冯丹青正在这个正殿的莲花池旁啊，看这个殿后的巨幅壁画呢。这个时候，范太悄没声的过来了，把这冯丹青啊吓了一跳。等看清楚是范太了，哎呀，你要干什么呀？范太一乐，夫人别害怕，是我呀。洛阳那边有信来了。说着话，范太一伸手就递过一封书信来。冯丹青啊这才长出一口气，一边接信一边嗔斥啊，看你鬼鬼祟祟的，吓死人了。把这信接到手中了，接到手中，冯丹青啊并不拆开，看了看范太，你可以走了。冯丹青说完这句话之后啊，这范太根本就没挪动地方。你还有什么事情吗？嘿，也没有什么事情了，夫人，有信就看嘛，何必躲躲藏藏的呢？这范太呀，漆皮艳脸，目光闪烁，神情极其猥琐。尤其的范太呀，又是个翻嘴唇，这口水呀还老是顺着嘴唇啊，在那里逛的，让人一看呢又恶心又觉得这个人呐十分的龌龊。冯丹青猛地往后一退身，无比厌恶的逼视着范太。范太，你想干什么？嘿，夫人，小的不想干什么，小的只是在替夫人担心呢。不知道夫人这招瞒天过海还能够支持多久？
狄仁杰那可是个老狐狸呀，可不是那么容易骗的呀。你冯丹青一听这话，当时脸色大变，站起身来往后倒退好几步，眼珠叽里咕噜乱逛的，勉强把这神情定下来。冯丹青啊，冲着范太媚然一笑。狄仁杰呀，我是不怕的，他一个老头子能有多大本事呢？只要你呀帮助我，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夫人呐，小的自然肯为夫人效力，是万死不辞啊。是吗？冯丹青说着这话，妖娆的就走到范太面前。范太呀，只要你对我忠诚，我冯丹青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说着话，冯丹青轻舒玉臂，温柔的啪就搭在了范太的肩膀头上。这按说呀，这冯丹青这非常温柔，如同一团棉花吊在身上似的。但是没想到，这手往范太肩膀头上这么一搭，范太猛然间一个机灵，当时这个脸上显出痛苦不堪的表情，往旁边就闪。这冯丹青好悬没一个趔趄趴那儿，他大吃一惊啊，诧异的看着范太疼得发白的脸。范太，你怎么了？范太吸了口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没事儿，今天搬东西的时候把膀子扭了。膀子扭了？冯丹青一律的转动了眼珠，看了范太一会儿，突然间又微微一笑：搬东西扭到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老爷死了，你要是再出了什么事情，让我这个妇道人家依靠何人呢？冯丹青一边说着话，一边又要将身子移过来。范太一看呀，吓得赶紧往后蹭蹭蹦了2蹦，跳出去了。夫人，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小的就告退了。一转身，噔，急急忙忙走出正殿。冯丹青在这看着，脸上浮现出刻骨的仇恨。呸！他暗地的啐了一口，低下头来，把信封给撕开，然后掏出信瓤来，展信一看，冯丹青拿着信的手不由自主的微微颤抖起来。冯丹青眼珠转了转，又把这封信叠上了，封入到了信封，往怀中一塞。看来我得去他那一趟了。冯丹青想到这里，马上命人备车。冯丹青坐上车，是直奔太原城的东市百草堂。东市这家百草堂啊，是整个太原城里最大最有气派的药铺。5开间敞亮高阔的大堂里边，中间是整一排的1人多高的乌漆柜台，柜台的后边的墙上满满的竖着巨大的药柜，这药柜太高了，从这个地上一直伸展到2层楼上的屋顶处啊。在这个药柜上面琳琅满目，是一排排的抽屉，每个抽屉上都用铜牌镌刻着药材的名称。一进大堂啊，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药香啊。你别看已经入夜了，刚长了灯，但是这百草堂里边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来看病的，有来拿药的，有来咨询的，那个景象啊，好不热闹啊。在这个柜台旁边呢，还有一个木栅栏隔开了一个小间儿，
这个木栅栏上轻悬着一副碎花缎帘，这样一悬，这个帘子就把满堂宣泄隔在外边了。在这个小间里边，一桌二椅，这里面呢有个坐堂先生，谁呀？正是那陆嫣然。这个陆嫣然呢就坐在桌后，在这里给人看病，搭脉开方。刚刚送走了一个怀孕的妇人，陆嫣然稍微的喘了口气，喝了口茶。这个时候，这冯丹青迈步就走进来了。陆嫣然就觉得眼前微微一暗，他把杯子放下，抬头这么一看，猛然间一惊，全身这么一冷，把茶杯往旁边一蹲。冯夫人，今天你好兴致啊，怎么想到我这里来了？哼！冯丹青这个时候把遮面的面纱轻轻的掀起。哎呀，看你说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来呀？这百草堂也有恨英山庄的份儿啊，我来瞧瞧不行吗？陆嫣然知道自己动口啊，动不过这冯丹青啊，紧闭双唇，他是一语不发，也不看冯丹青，又把茶杯端起来喝了口茶。人家冯丹青啊，站在这里颇有兴趣的端详了陆嫣然半天，一伸手把那张椅子往旁边一搬，一屁股坐下了，然后又看看陆嫣然。哎，嫣然呐，何必这么大敌意呢？你看这恨英山庄啊，现在就是我的了，只要你和我好好的合作呀，我也不在乎分给你一半，怎么样啊？啊，到时候啊，你有了这么丰厚的一笔家底儿，也就能够配得上那嫡三公子了，他也可以堂而皇之的纳你为妾了，不是？陆嫣然听到这里，气得脸色煞白。冯丹青，别以为天底下人都像你这么不知廉耻，如果你来就为说这些，那我请你还是速速离开，我在这里还可以再多瞧几个病人。哟，陆嫣然呐，你怎么就如此的执迷不悟呢？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我可是一片真心为你好啊！你看看，你对老爷的死有疑虑，我就去请了当朝第一的神探狄大人来为这个案子操心。你想不想知道狄大人他为了什么操心吗？陆嫣然听到这里，厌恶又带着忧虑的望了望冯丹青，神情当中啊有一点丝丝的担忧。冯丹青这个时候啊，把身子往后靠了靠，悠悠的叹了口气。哎呀，那天呐，在恨英山庄里头，我已经请狄大人看过了老爷的尸体了，验明了老爷是被人用短刀刺死的。我也告诉狄大人了，老爷死的那天呐，除了狄三公子，就没有人来过咱们恨英山庄啊。冯丹青说到这里，就发现对面的陆嫣然的胸膛激烈的起伏着，陆嫣然尽量的控制着自己激动的神绪。冯丹青一看效果达到了，神色诡异的继续说：哎呀，到底是父子连心呐！那狄大人知道了这些情形，当时脚底就不稳起来，好悬没趴那儿啊，看着我呀，哎呀，都有点于心不忍呐。可我也听说了，狄仁杰大人呐，那可是当世的名臣呐，绝不会为一己私情就乱了朝廷的律法纲常啊！陆嫣然猛地抬起头来，碧绿的双目中现在已然有了泪光闪动了。
他艰难地开口：“冯丹青，你可不可以把话说得明白些？你到底想干什么？”冯丹青轻轻地从这唇齿间挤出个声音来：“我要干什么？我要那个死鬼的长生不老药。只要你把药方给我，我就有办法让狄三公子摆脱嫌疑，你也可以得到恨英山庄一半的财产。怎么样啊？这些条件还算公平吧？”啊！陆嫣然一听这，愣了许久。陆嫣然呐，终于含泪笑出声了。冯丹青啊，冯丹青，我看你真是鬼迷心窍了。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长生不老的仙药啊？我没有，我师父也没有，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东西。怎么？冯丹青闻听此言，唰站起身来了。哼，反正我已经把话说得明白了，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陆嫣然，我可告诉你，我给你的时间并不多。狄大人已经接了老爷的案子，不可能拖着不办。就算他要拖，滨州官府也绝不会容他拖。而且现在盯着狄景辉的绝不只是我这边，他的麻烦大得很。我劝你呀，还是为他多想想，能帮上他就帮帮吧。这冯丹青说完这话，就像一缕清风似的闪出了帘外，就留下了一屋子袅袅的檀香气味。陆嫣然小姐呆坐在这里，泪水缓缓地滚落下来。她现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望着外边的夜色，喃喃地说：“景辉，我怎么才能帮上你呀？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啊？在九重楼啊。狄景辉不跟着李元芳已经约好了吗？今天晚上要在九重楼设宴给这李元芳赔罪。”这夜色一降临，李元芳就骑着马离开了狄府，按照这狄春的指点，就找到了九司九重楼。到楼下这么一看呀，哇，这个楼啊，足足有3层高啊，雕梁画栋，张灯结彩，要在远处望去啊，就好像是一座通体发光的塔楼似的。一到这个酒楼底下，就能够闻到扑鼻而来的浓郁的酒香。李元芳来到门口，这么一看，门口两边悬挂着2副对联，上联写的是6蒸9酿，100年香自飘千里，下联配的是1来2返5胡客，重奔八方。李元芳点点头，看来这副对联写的不错。他在这看对联呢，立刻就有青衣伙计发现了，赶紧上前招呼：“哟，这位公子，您喝酒吗？”李元芳先把马缰绳交到伙计手中：“我找狄景辉。您找？哦，我知道了，您就是李公子吧？楼上雅间请。”李元芳一点头，他就上楼了。这个楼梯上边呢，早已经有另外一个伙计候在那里了，将李元芳直接的就带到了3层楼最底的一间屋子里。李元芳往这个房门里边一跨，一看呢，里面有一张大桌子，那狄景辉呀已经等在桌边了，而且在这个桌子旁边呢还坐着一个人。李元芳原来没见过，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体态微微发福，面容和善，头上戴着幞头，是谁不认得。狄景辉一看李元芳进来了，哎呦，赶紧起身相迎。
满面春风啊，和这李元芳打招呼：“哎呀，李将军呐，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狄景辉呀，就给这李元芳介绍那个中年男子，这位就是滨州大都督府司马吴知飞吴大人。李元芳赶紧的抱拳见礼。这位吴知飞吴大人呢，也赶紧的还礼，然后从上到下打量了李元芳一番，频频点头啊。看了看狄景辉，哎呀，景辉老弟呀，我一直说你和沈怀老弟算得上咱滨州城的青年才俊了，人中龙凤了。但是今天一看，看这李将军，你们呐，可就被人家比下去喽。狄景辉一笑啊，那是自然呐，比下去就比下去呀，在我老爹那里呀，我早就给李将军比下去了。李将军呐，吴大人呐，是我今天请来给咱们俩做个陪的，只当是喝酒时解闷用，平时啊，你甭搭理他。吴知飞一听，我说狄景辉呀，陈松涛是你的老丈人，我是陈松涛的同僚，叫你一声老弟，我就已经很委屈了啊！我说你这小子可别蹬鼻子上脸呐让人家李将军笑话。狄景辉说了，谁不知道你那个司马就是个等死的官啊？今天呢，你就少在李将军面前装模作样了，人家可是正三品的大将军，怎么会把你放在眼里呢？你看看李将军呢，我常说呀，狄景辉这小子呀，就是2两银子买个瓶，嘴好啊我呀不跟你计较。来，李将军赶快落座。就这样啊，狄景辉请李元芳坐在自己的右手，吴知飞呀也已经坐下了。狄景辉这个时候就对李元芳说了：“哎呀，李将军呐，在家里头喝酒说话都不爽快，看到我爹那张脸呐，我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所以特地请你出来一叙。今天在这里啊，咱们呢就可以放开喝了，该吃吃，该喝喝，该乐乐，再无拘束，你看怎么样？”李元芳也笑了：“景辉兄豪爽，元芳定当奉陪。”这就对了来，把酒上上。这狄景辉呀，乐得手舞足蹈，正说话呢，这门嘎巴一声又开了，又有一个人走进来了。李元芳抬头一看，哟，非是旁人呐，正是沈怀。沈怀进来一看李元芳，哎呀，脸上也是一阵惊喜呀，赶紧跟众人一抱拳：“景辉兄，吴司马，元芳兄。”狄景辉一听，元芳兄，你们两个认识？沈怀与李元芳相视一笑，并没有言语。狄景辉一看，那更好啊！看来我请人呢还请对了。李将军呐，坦白对你说呀，这整个滨州官府里边，我就没几个看上眼的，除了一些酒囊饭袋，剩下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徒啊。也就说这位沈老弟不错呀，至于这位吴大胖子吴司马嘛，半拉死人一个。不过呢，酒量好，人也风趣，喝酒作陪还是可以的。想来想去呢，今天也就只能请这2位了。这样他们一来呢，好过我们2个对饮呢。我们俩要对饮那多闷呢，是不是啊？吴知飞一听，景辉呀，我越说你咳嗽啊，你越喘，我这一会儿成吴胖子了啊！这么说我还多承景辉老弟看得起呀！你少说2句没说嘛，你就喝你酒陪我们酒，平常你少说话。吴知飞把头一点，好啊，坐吧。就这样啊，沈怀也坐下了。坐下之后，狄景辉就问李元芳：“李将军，你看我这9重楼如何呀？”李元芳环顾了一下四周，这个雅间啊，肃静的白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桌椅陈设也都简约质朴，毫无炫富夸耀之气，但是又透着典雅雍容之感。景辉兄啊，
你这个九重楼外边看起来是富丽堂皇，进到这里面呢又别有情趣，倒是元芳少见了。嘿嘿，哎呀，富丽堂皇啊，只是必须的门面。其实我这人呐，并不喜欢。整间酒楼里只有这里才是我最爱待的地方，布置成这样子才是我最为喜欢的。说着话，狄景辉一指隔窗上挂的条幅：“李将军呐，你看看我写的这幅对联有没有一点意思？”李元芳转头一看这幅对联，哎呦，景辉兄啊，不对呀！狄景辉在九重楼设宴，他用手一指啊，面前隔扇上挂着一对条幅。狄景辉就对李元芳说了：“元芳兄啊，你看看我写的这幅对联有没有点意思？”李元芳转身一看呢，就见在这隔扇上的那条条幅上写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一则三平，得失浅卷，比平总道，佳句本天就。下联是千回百转，酣畅淋漓，饮罢方知，好酒能自发。嘿，李元芳看完不由自主的会心一笑啊，景辉兄啊，不对呀。狄景辉一听，哪地方不对呀？景辉兄啊，从这幅对联上来看，您的心胸似乎和外表看上去的不大一样啊。哎呦，哈哈哈！狄景辉一听，一拍大腿呀，就是嘛，李将军呐，就冲你这句话，咱俩呀就有缘。司马吴知飞在一旁看得直乐呀。哎，我说你们两个今天到底是来喝酒的，还是来谈心的啊？要是说你们两个想一结金兰，还要我们这两个外人干什么呢？啊，是不是啊，沈怀老弟？干脆呀，我看我们俩呀，在这里碍事，我们就告辞得了。哎，别！狄景辉把手一摆，我看今天谁敢走？来啊，把酒送上来。吴胖子，我知道你想喝酒，今天呢就喝死你。能喝死我呀，那太好了，能死在酒坛子底下，平生所愿呐。讨酒上来。这几个伙计啊，赶紧的抬着酒坛子进了屋了，在他们面前的地上一字排开。狄景辉豪爽的一挥手：“李将军，你来看，全大周朝的好酒，今儿个都放在你的眼前了，你随便挑，喜欢什么咱们今天就喝什么，是不醉不归。”李元芳低头一看，这一大排酒坛子呀，哎呀，有些为难呐。这旁的沈怀笑了：“元芳兄，您可能不知道吧，我得景辉兄抬爱，常常啊来陪他好饮，所以呀，我认识这些美酒。今天呢，就让小弟来给你一一介绍。”说着话，沈怀站起身来了，就来到那排酒坛子面前，一个一个的指着说：“这坛子呀是若夏酒，素有若夏春味是云阳之美誉呀。这坛子呢是土窖春，以水质取胜。这坛是石洞春，这是梨花春，这是郎公清，这是阿婆清。这坛子呢是五云酿，宫里试验用的御酒。最后这坛子呢是新丰酒，元芳兄应该比较熟悉啊，长安新丰的名酒啊。”这沈怀在这里一一给李元芳介绍完毕之后，一旁的狄景辉看了看李元芳：“怎么样啊，李将军，你爱喝哪坛呢？”李元芳一笑：“哎呀，既然都是美酒啊，我也不愿取舍了。得了，我看今天咱们呢就从头开始，一坛一坛往下喝。”嘿，旁边的吴司马一听，鼓掌大乐呀！“哎呀，景辉老弟呀，我看你今天呐，你找倒霉。
怎么这么讲啊？你看看李将军绝对是好饮呐！酒中的高手，我看今天你算是棋逢对手，久遇良才了，不错不错啊！我说景辉呀，既然人家李将军都这么说了，你呀就把你那全套的把戏都耍出来吧。狄景辉一拍桌子，好，绿蝶，别搭你的臭架子了，快出来试酒。狄景辉这么一说话，这个时候随着门扇声响，一阵香风是扑面而来。这个香风没散去，有一名绿衣酒妓摇曳生姿的就来到桌前。这个姑娘长得太漂亮了，一身英格绿的衣服，如同春姑娘一般，顾盼生辉的美目在席间划过，最后停在了李元芳的身上。就见这个绿衣酒妓眼睛看着李元芳，嘴里呢却和狄景辉说起话来了。狄公子，这位就是您今天要请的贵客吧？狄景辉在那里斜着眼睛说，怎么样啊，绿蝶啊，我的这位贵客算对得起你吧？绿蝶一听，瞧您这说的，什么时候也轮到我来挑三拣四了？就见绿蝶小姐牵手一挥，既然今天是特意的宴请这位李公子，那正宴开始之前呢，先由主人敬客3杯。说着话，绿蝶亲手给狄景辉、李元芳各斟满3杯酒。好，狄景辉举起酒杯，正色言道：李将军呐，这2天呢，我多有得罪，这3杯酒就算是景辉向你赔礼了。说完话，狄景辉一扬脖，直溜，这1杯酒下去了，然后端起其他2杯，直溜直溜，2口连饮3杯。好，吴知飞和沈怀在旁边是鼓掌喝彩呀。李元芳这个时候也把自己面前的3杯酒一饮而尽，算是回敬。绿蝶在旁边一看，是拍手笑道啊，很好很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也就能够开宴作乐了。我可告诉各位，今天这桌酒宴呢，我是监酒官，也是监令官，你们这几个人呢，从现在开始就得听我的了。这样吧，先说好了，今天咱们是文喝呀，还是要好饮呢？吴司马一听，我呀还是文喝，还是文喝呀。沈怀老弟，我看呀你也来文的吧，明天还有公干呢。狄景辉在旁边一听，我就讨厌你这窝窝囊囊样子啊！我说吴胖子呀，咱们从来都是好饮，怎么着？李将军今天一来，你们俩学文雅了啊？哎呀，多没劲，没劲呐，没劲，我们就这样，气死你！嘿嘿，沈怀老弟，咱们俩今天就来文的。沈怀点头啊。狄景辉一听，好好好，你们俩来文的呀。李将军呐，既然他们2个孬种来文的，今天你就陪我好饮，怎么样？李元芳一听，微微一乐，在下乐意奉陪。这才叫英雄啊！吴知飞在旁边一听，我说狄景辉呀，你可不能欺负人家李将军，不知道你好饮的规矩呀。李将军，我劝你呀，还是小心点这个狄景辉呀，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吴胖子，我看今天你可有点陪我过不去。过不去就过不去，反正今天晚上啊，我是文的。来倒酒倒酒倒酒。他文的先倒起酒来了。绿蝶这个时候啊，已经把这李元芳和狄景辉面前的3个官窑小酒盅换成了镶金的白瓷把杯了，比原来的小酒盅要大3、4倍。沈怀在旁边一看笑了，景辉兄啊，元芳兄与我明天早上还有要务呢，您看这他一指那酒杯是不是太大了？狄景辉一听一摆手，人家李将军自己还都没说什么呢，我说你们俩是怎么了，在这里扫兴？这
说着话，这狄景辉呀，看看李元芳，李将军，今天既然你来了，狄景辉呀，就要与你一醉方休。当然了，你如果不乐意，现在就说，咱们即刻散席，各自回去睡觉。哦，对了，我还记得呀，我爹好像不让你喝酒，你是不是怕他说你呀？他为什么不许你喝酒啊？啊，李元芳说，大概是因为怕我酒后无状吧。酒后无状？嗨，酒后无状怕什么呢？酒这玩意儿啊，就是给无状设计的，对不对？老头子这个人呐，就喜欢没事找事儿，一尊其生死的道理，我估计他一辈子不会懂的。好了，现在呢，谁都不许再废话。绿蝶，给我们把酒满上，现在该你大显身手了。绿蝶闻听此言，微微一笑，今儿个呀，咱们人不多，就不玩那些烦难啰嗦的了。这么着，我来呀，说个最简单干脆利落的法子啊。什么法子呢？在座的各位呀，每个人轮流做一次庄，显一次本事，无论是诗词歌赋，样样都行，只要能够得到在座他人的称赞，就算过关，并且呢，还可以随意命在座之人饮酒。说我要是不会做诗词歌赋，或者说做出来大家都不称赞，那就算乱令了，就要罚酒3杯。前头坐庄的可指定下位坐庄的，怎么样啊？大家一听啊，齐声说很好。吴司马说了，那我呀，趁着脑袋还清醒，我就来做这第一个庄吧。各位啊，我也算是毛遂自荐呀，都给我这老头一个面吧，我第一个来，怎么样啊？嗨，狄景辉一听，你呀，头3场没好戏，得了，就给你了。绿蝶一听，那好吧，吴司马，就请您先展才吧。嘿，我哪有什么才华了，不过呢，都是一些雕虫小技而已。这么着吧，我这人呐，别的不会，我自幼跟着一人学过道术啊。狄景辉一听，您还跟一人学过道术，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当然了，平常能给你说吗？今天当着李大将军的面，这是真人，当着真人的面，我才敢露我真人的身份呢。我打小啊，跟着一人就学会了测字，你写个字，问一些什么情况，我都能给您测出来。这么着吧，各位每个人呐，写个字，我给你们测测。测完之后呢，如果说你们觉得有理，我呀就不用受罚了；如果说觉得没理，我呀甘愿受罚，怎么样啊？狄景辉说，我没看出来呀，你还会测字？你会测字，怎么不在这街上支个摊啊？你干脆叫吴铁嘴得了。我没说嘛，当着真人我才露相。你呀，我看你是拿鬼话来搪塞我们的。你看呀，你看这是怎么说话的啊？这么着，是不是搪塞？测完便知嘛。你先写个嘛，你觉得没道理，那算完嘛。沈怀在旁边一听，这倒也有趣呀，我还从来没测过字呢。元芳兄，你测过没有？元芳说，我也没测过，只见过大人给人测字，还挺准的。狄景辉冷冷一笑啊，我爹呀，那恐怕叫巧言令色吧。他测字，他是看着人的脸色测，他不会。绿蝶，既然这吴司马会，你就伺候笔墨吧，我们这就写，你也要写啊，咱们都得写。就这样啊，绿蝶端过来笔墨纸砚，一个人发张纸，每个人呢都在这个纸上写一个字，然后绿蝶收起来，都放在吴司马面前。再看这吴司马呀，往那架子一端，俨然就是一个算命先生的架势啊，手捻着下巴壳，都收过来了。狄景辉一看，这别撵了，你有胡子吗？本来是有的啊，我呀曾经给我自己算过啊，
我写过一个字，我这么一算呢，我这个人呐，天生本来有3寸7的胡须。狄景辉说，我也没看见你有胡子呀。那是因为呀，我这个人天生有4寸8的脸皮，所以这胡子呀扎不出来。哇，大伙全乐了，觉得这个吴司马呀非常的诙谐。狄景辉说，我看你脸皮呀也够厚的，你呀赶快的给我们测字吧，看看。好，看看啊，看，这是绿蝶的。这吴司马呀把这绿蝶的字拿起来了，一看是个天字。绿蝶写的字是个天字啊，是个天字，你能够算出来我的命运吗？天字。我说绿蝶呀绿蝶，就你呀一辈子也逃不出一个做妾的命啊。绿蝶一听，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一辈子都要做妾呀？你看看你写的嘛，这个天字啊就是夫字不出头，你是总想着人家的有妇之夫啊，你归宿何在呀？所以呀，你一辈子逃不过一个做妾的命啊！绿蝶一听，把脚一跺，你这个死老头子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吴司马说，甭管我吐出来吐不出来，我这个字测完了。再看看这一张啊，他又拿出来第2张，这一张是个雪字，谁写的呀？沈怀说，我写的。沈怀老弟写了个雪字。不错，这个字好啊。雪字，下雪的雪，雪的字形呢是雨下之舟扫地逢雨，省时省力，而且学者厚积而薄发，预示着沈老弟有个很好的前程啊。沈怀一听，我还不错呀，冲着这吴知飞一抱拳，那就借司马吉言了。可以看得出沈怀非常高兴，一端面前的酒，没人劝，人家自己跟喽一下子，这一杯酒干了。吴司马这个时候又看看第3章，又拿起第4章，左看右看，就是不说话。狄景辉一看，怎么着了这2章是我和李将军的，你打算先测哪一个呢？你别你嘬牙花干嘛呀？牙疼拔去。不是有意思啊。就见这吴司马呀满脸的耐人寻味的笑容，你们这2个呀真有点意思呀。狄景辉说，你会算不会算呢？你会算赶快说，不会算喝酒。你着什么急呀？你们这2个字我可以给你们放在一起测。狄景辉一听，还能够放在一起测？是，这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都有联系的你学过这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的，你赶快测呀，怎么可以一起测呀？你看看这个老字是我写的。景辉老弟写了个老字。那这个戴字就是玉带的带，是李将军写的啦。是李元芳说，我是写了个戴字。你看看，看似这2个字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测出来的结果却很相似都是一个远走他乡的结果呀。狄景辉和李元芳闻听此言，都有些发愣。吴司马一看他们2个，怎么着？我测的不对呀。我先说景辉这个老字吧，老头的老，老子的老，老者进也，气数不足了。而且这个字形为裂土之象。什么叫裂土之象呢？你看上面一个土，歘，这一撇下来，把这个土给分裂了。
裂土之象者，预示远足预示着你的远行。而且这个老字你侧着看呢，多枝杈，枝枝杈杈的好几个头，而且有一匕首在旁边，这就表示有血光之灾呀。这吴司马说着这些话，盯着狄景辉。狄景辉一听此言，狄景辉的脸色可有点发白呀。这个时候吴知飞又接着往下说，再说这李将军这个戴字戴者绅也，就是绅士的绅，佩也，佩戴的佩，只有有身份的人，绅士他们才能佩戴玉带。说文解字上说了，凡戴必有佩玉。你看李将军正是个如玉之君子，这个戴字呢又和那个加走之底儿的戴字相通假。那个戴者是去也，王也。史记屈原传上有云奉飘飘其高戴兮，所以这位如玉之君子也要远走吴知飞说到这里，最后冲两个人一笑，嘿嘿，你们俩还真有点缘分呢，只是不知道要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嘿嘿嘿嘿。他这么一笑狄景辉此时才回过神来，把手一摆，一派胡言，全是一派胡言，罚酒，说什么呢满口上气话，乌鸦嘴，你才远走呢，马上把你发了，我看你。这吴司马也不辩解我就是这么一说图一个乐，你们如果觉得不对呢，我自罚3杯好不好？我自罚3杯。说着话，吴司马咯喽3杯酒下肚了。下肚之后，绿蝶说了，按照规矩，吴司马该你指定下尉令官了。我指定好，我指定。吴司马笑眯眯的瞧着李元芳，我说李将军今天咱俩虽然是初次相见，但是李将军的大名知非是如雷贯耳常常听人说起李将军武功盖世，乃不世出的青年才俊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一睹风采李元芳一听微微一笑，吴司马您过奖了，只是元芳平常都在征战杀伐，并没有什么可以展现给大家看的本领李将军你会不会舞剑呢？狄景辉在旁边一听，对，李将军，我们要看舞剑，你就不要推辞了。李元芳一看大家伙兴致那么高，好吧，李元芳看了看对面的沈怀，沈贤弟我看你也使剑，干脆今天我俩对演一番，你看如何这才引出一场李沈初对剑。在九重楼上，吴知飞、吴司马提议让李元芳当众舞剑，展示自己的功夫。这个提议得到大家一致的迎合。好李将军，我们要看舞剑，你就不要推辞了。李元芳一看大家伙这么热情，微微一笑，好吧，他看了看沈怀，沈贤弟，我看你也配剑，是不是平常经常也使剑呢？沈怀就是一愣，是平常我惯使剑，是家传的剑法，但是呢也就是3脚猫的功夫，拿出来让人笑话，惭愧呀。正好李元芳一听笑了，沈贤弟你可能有所不知元芳我本来也不用剑，我是用刀的，所以剑法也并不是元芳最擅长的，元芳也不善舞剑。但是今天元芳倒愿意在此与沈贤弟比剑，
不知道沈贤弟肯不肯赏为兄这个光啊？沈怀一听啊，略微的犹豫了一下，一拱手，既然元芳兄肯赐教，沈怀怎敢说不啊？就怕和元芳兄没法比呀，我这剑法差得太远了，我怕过不了个一招半式的，我就李元芳一摆手，不会的，不会的。沈贤弟，能否把你的宝剑借我一看呢？什么宝剑呢？就是普通的剑。这沈怀一低头，把腰间悬挎的佩剑给摘下来了，双手就递给了李元芳。李元芳把这把剑接到手中，反反复复来回的看了一遍，然后摁崩簧，把这把宝剑拉出来，看了看剑身。李元芳说了，虽然这把剑比不上我的幽兰宝剑，却也是一把上好的宝剑呢。说着话就把这宝剑还匣，又把这剑搁下了，然后又一伸手从自己腰间解下了佩剑幽兰宝剑，摁崩簧一推蛤蟆口，龙吟虎啸之声啊，把这把幽兰宝剑拽出来。众人顿时就觉得眼前寒芒闪烁，杀气逼人呐。就见李元芳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幽兰宝剑上镌刻的行书，双手就把这把宝剑递给了沈怀。沈贤弟，既然比剑，就不能让你在兵刃上吃了亏。这样，今天呢，你用我的幽兰剑，我用你的这把宝剑。啊！沈怀大吃一惊啊，心说这哪成啊？正想说话呢，抬头正好看见李元芳射过来的目光，就见李元芳目光真诚，神情恳切，不是说客气话呢，确确实实的，人家李元芳啊，想把自己的这幽兰宝剑让这沈怀使用。这沈怀不知道啊，其实李元芳给自己这把宝剑那是有深意的。李元芳不只说是今天在这比剑才把这把宝剑给这沈怀了，他还有长远的打算。所以沈怀一看李元芳目光诚挚，不好推辞了，再推辞啊，那就假了，只得平举双手，恭恭敬敬的把这把幽兰宝剑接到手中，手心一碰幽兰宝剑的剑身呐，掌心顿时就感到了一种森森的剑气沁入脏腑。接过这把宝剑之后，李元芳说请。再看李元芳起身就来到屋子中央，这间屋子非常大呀，在这比剑丝毫没有狭窄之感。于是这李元芳起身呢，就来到屋子中央，在那钉子步一站，挺身肃立。沈怀这个时候手握幽兰宝剑，也已经起身站在了李元芳对面。两个人这么眼神一错，互相的点头示意，那个意思就是对对方说呀，准备好了吗？一点头就是我准备好了，你可以伸手了。再看沈怀呀，深吸了一口气，他琢磨呀，我要来个先下手为强，李元芳的功夫肯定不赖呀，我得先下手。于是沈怀把手中的幽兰宝剑舞了剑花，然后剑步凝身往前一重，唰一下子双手捧剑奔李元芳前胸刺来。这一招啊，有个名字叫妲己剜心，奔李元芳前心过来了，直接扎李元芳的心脏部位。李元芳一看好剑，轻轻的一闪，唰！李元芳身形多快呀，这一闪就让到了一边了。沈怀这一剑就走空了，
沈怀一看李元芳身形一闪，沈怀手腕子一翻开，翻身侧挺，朝着李元芳右肩又是一剑。这一招也有个名字，叫做利鸡献肉。这利鸡呀，那也是春秋时期有名的一个恶毒女的。这一招过来，李元芳轻轻一躲，这一剑顺着李元芳右肩膀头啊，差着那么一韭菜叶的那么一个距离削过去。李元芳这么一躲，紧接着这沈怀手腕子歘往下一来，砍李元芳的右臂，奔李元芳的腰身就来了。这一招也有个名字，叫做飞燕束腰。你看那赵飞燕呢，这身形非常好，非常瘦，这一下子你不是胖吗？我就给你消瘦了，连你的胳膊带你的屁股，只要有肉的地方我全给你减肥。这种减肥方法呀可够残酷的，唰就过来了。李元芳喊了一声好快呀，唰依然是侧身躲过。沈怀呀挽了个剑花，站住了，不往前递剑了，把脸往下一沉。元芳兄啊，你不对呀。元芳这个时候也站住了，乐呵呵的看着沈怀。沈贤弟，我怎么不对呢？你不应该呀！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的武功啊？李元芳说，何出此言呢？何出此言？你看咱俩不是比剑吗？那比剑就是伸手啊，你老这么躲不行啊，你连躲我3招，这是何意呀？元芳兄啊，要是这么比呀，我就不比了。咱们不能这样啊，咱俩得伸手啊，你要再这样，我真的不比了。李元芳微微一笑，好吧，你再进招，我绝对不躲了。这才对嘛，老躲不行。看见喝着沈怀呀，说着说着主动进攻，唰，这一剑过来了。李元芳一看来得好，拿手中沈怀的剑，这么一敲，沈怀手中的幽兰宝剑的剑身，他不敢碰剑刃啊，那一碰还不把自己的剑给削了。这幽兰剑多厉害，不敢碰剑刃，一碰剑身，啪往外这么一拨，然后李元芳啪飞起就是一腿呀。沈怀赶紧来了一个吕后陷阱，啪收腹闪身，把李元芳这一腿躲过。两个人就在这里剑来剑往，辗转腾挪，就站在一处。这一交手10来个回合呀，10来个回合过去，再看李元芳面不长出气不改色，开始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但是您再看这沈怀，鼻洼鬓角这白毛汗就出来了。沈怀咬着牙关，他出招是越来越快，这剑势也是越来越凌厉。幽兰宝剑呢，被沈怀舞成了一团银光啊，眨眼就把这李元芳啊给围在了剑芒之中。旁边观战的3个人呢，当时都把眼睛瞪大了，嘴巴张大了，吐出舌头了，心情是异常的紧张，看得眼都花喽。就这个时候，就见在这剑芒当中的李元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脚步有些慌乱，就见李元芳前脚一别，后脚往前就是一个趔趄呀。李元芳这么一趔趄，沈怀一看有机可乘呢，再看沈怀歘往前一挺身，就来了一招西妹挑帘。这一招是个上了剑呢，剑尖奔着李元芳的哽嗓咽喉就了上去了。唰，这一招太快了，李元芳想躲都来不及了。旁边的绿蝶一看，把绿蝶吓得一声尖叫，是花容失色。就见这幽兰宝剑的剑尖唰奔着李元芳的咽喉，离的咽喉还有那么0.3微米的时候，再看李元芳突然唰侧过身来了，
抬起手中的剑，照着沈怀紧握幽兰的右手背上重重的拍了一下。这是用剑面拍的，这要是用剑刃，这沈怀的右手就没了。那当然不能那么干了。啪！哎呀！沈怀痛叫一声啊！现在沈怀呀，往前冲这个力道已经使尽全力了，因为他发现这李元芳有机可乘呢，所以得意忘形，往前冲的这个势力已经来不及往后收了，正好被这李元芳拍了个正着，一阵腾马手那么一松，这幽兰宝剑唰就掉下来了。李元芳来了个海底捞月，一伸左手稳稳当当的把掉落的幽兰宝剑正好接在手中。沈怀呢，由于这惯性啊，身子还往前呢，被这李元芳一打一趔趄，眼看就要趴那了。李元芳赶紧一抬右腿，微微的扶了沈怀前胸一下子，把沈怀往后这么一扶，沈怀借这个力道这才站直身体。沈怀刚一站直了，李元芳右手的剑已经递到面前了。沈贤弟，还你的剑。喂！就见沈怀呀，脸一红，气喘吁吁的把这剑接过来了，接到手中一抱拳：元芳兄，沈怀输了。李元芳微微一笑啊，沈贤弟呀，你的剑法呀非常勇猛，只是缺少了一些实战的锻炼。我想只要假以时日，你一定会出类拔萃的。哎呀，一旁的绿蝶呀拍着胸口过来了，我的老天，我的老天哪，吓死我了！李公子啊，你这个令官啊太厉害了，我看呢根本就没人敢罚你酒了，你呢就直接的定下一位令官吧。哎呀，吓得我这个心呐差一点没跳出嗓子眼啊，吓坏我了。哎呀，这个时候一旁的狄景辉、吴知飞，哎呀也是赞不绝口啊，刚才看的是惊心动魄呀，现在才松了一口气。好剑法呀，好剑法！哎呀，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剑法呀。狄景辉说了，绿蝶说不罚你酒，但是我看呢，虽然不罚酒，李将军刚才可害得我们担惊受了怕了。我觉得呢，不罚酒，但是你呀要自饮几杯谢罪才是，对不对呀？啊！这狄景辉呀憋着劲要灌着李元芳酒，李元芳也不跟他计较，把头一点，好吧，他又坐回桌前，一伸手拿起自己白瓷杯，是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抬头看了看绿蝶。绿蝶姑娘，我不想定下位令官，我倒想请绿蝶姑娘唱个小曲儿，可以吗？哎呦，绿蝶姑娘一听，秋波一闪，李公子让我唱曲儿啊，是瞧得起绿蝶，不知道李公子想让我唱什么呢？我想请绿蝶姑娘唱一曲你们滨州诗人王之涣所作的《凉州词》，可否？哦，旁边的吴知飞一听《凉州词》，哎呀，这可是个好诗啊，可是首好诗。李将军没想到啊，你还有如此的雅兴啊！李元芳把头一摇，也不是什么雅兴。元芳曾经在凉州服役多年，这些年呢虽然远离边关，但我心里非常的怀念。今天想听这个曲子呀，也是为了我了解思念之苦吧。不知道绿蝶姑娘能否让元芳随愿呢？哎呦，李公子，瞧您说的，李公子言辞恳切，令人感动啊。绿蝶呀愿唱，但是呢在绿蝶演唱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就是请李公子再饮一杯。没问题。李元芳点头，
有人给斟了酒，李元芳一饮而尽。好，这个时候绿蝶也把自己的琵琶给拿过来了，把这琵琶调好了音，怀抱着琵琶，绿蝶秋波荡漾，看了一眼在场的诸位，那个意思是说呀，我可要唱啊，大家伙注意听啊。这秋波收时，歌声已经响起来了。呵，这绿蝶的歌声啊，特别的好听，嗓音也好，悠扬的歌声顿时的就充满了整个房间。唱的什么呢？王之涣的《凉州词》啊。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单于北望浮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精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绿蝶姑娘按原声唱了一遍，然后又把这个音往上调高了8度，又用女高音又唱了一遍。黄河远上，是这么唱的吗？这鬼唱的怎么比这唱的好听多了？哼，感情这个女高音唱这首诗啊，那最好听了。唱到最高亢处，歌声凄切悲凉，曲意悠远沧桑，直唱的在座个人百转愁肠，心神荡漾。他们是低头看看酒桌，抬头望望远方，好像是自己已经身处在大漠的凄凉。无尽的沙堆，月色如霜，英雄手握宝剑，伫立在此，守护着国家的边防。要做就做这样的汉子，要当就当这样的儿郎。这歌声渐渐落下之后，李元芳深吸了一口气，站起身来，端起酒杯，轻轻地说：元芳再饮一杯，多谢绿蝶姑娘。李元芳的声音中的惆怅和伤感，引得两旁的吴司马和沈怀同时的朝李元芳看了一眼。吴司马那一脸的坏笑，现在也已经收起来了，而是一脸的严肃。李将军，看这意思，你很久没回过凉州了。是啊，李元芳低声说，差不多10年了，倒也不常想念，但是前年跟着大人办案去了一趟，之后就常常想起，尤其是最近想的特别多呀，所以才请绿蝶姑娘唱的这首曲子。说到这里，李元芳抬头一笑，一扬脖，又干了一杯酒。绿蝶这个时候把琵琶放下了。哎呀，换换心情吧啊！刚才呢，沈公子和李公子也一起比剑了，吴司马呢也已经测字了，我呢也已经唱曲了。现在整个酒席上这绿蝶看了看狄景辉，只有狄公子还没有当过令官呢。狄公子该您了。狄景辉一听笑了，好啊，终于轮到我了。哎呀，我等了半天了，着急呀。狄景辉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各个人，我今天是今天宴客的主人，又是这座酒肆的老板，我这个庄要做就得做得与众不同。旁边的吴司马一听，把大胖脑袋一摇，我说狄景辉我看你这小子是不是又憋着要害人呢？我可告诉你我已经过量了，我可不行了我先要告退，我要告退。说着话就起身，不许走。狄景辉拿手一指，谁都不许走。吴司马，你甭担心我不过是想再热闹热闹，让大家伙再都展展财，这样喝酒才能够尽兴嘛，是不是？哎呀，
说着话，狄景辉站起身来了，又端起酒杯，朝着大伙朗声地说：酒者无诗则俗，诗者无酒不欢。既然这诗酒一体，今天呢，我要做这个庄，就是诗庄。什么是诗庄呢？在座的各位呀，每个人都要赋诗一首，以酒起兴，以酒为题。说我不是文人，怕做出来的诗被人耻笑，不会的。怎么呢？我们今天呢，比的不是诗作的高下，而是要大家伙呢尽展奇才，尽抒心胸。只要你能做出来一首诗，就算你过关了。大家看怎么样啊？哎呀，吴知飞在旁边一听，好是好啊，只是喝到现在，我的头脑已经混沌了，我怕做不出来什么佳句警句来。旁边的绿蝶说：吴司马呀，你真是的，从来这警句啊都是从半醉半醒中而来的，连这都不懂，还亏你是个进士。也是。这吴司马呀不再说话了。可是李元芳在旁边说了：景辉兄啊，你这个庄啊，恐怕元芳要作弊上官了，因为我不会作诗啊。狄景辉心说话：不会呀，不会就对了。狄景辉做令官，他给出了个主意，说大家伙呀，每个人做首诗。他这个主意一出来，李元芳当时就说了：景辉兄啊，你这个庄啊，元芳不敢入啊。狄景辉说：这是为何呀？李元芳说：因为我不会作诗啊。大家伙在旁边一听，这怎么办呢？沈怀说了：这么着吧，元芳兄已经比过剑了，不作诗也行，我们三个做。不，狄景辉把手一摆，看看李元芳，元芳老弟呀，你不会作诗，这我倒没想过呀。不做也行啊，但是呢，你不作诗，那只能受罚了。李元芳一听，好，我受罚，你说吧，怎么个罚法呀？这么着吧，吴司马、沈将军还有我们三个人呢，一人一首诗。我们说一句，你就喝一杯酒；我们说完了，你也喝完了。你看怎么样？李元芳一听，好吧，我喝，这就痛快呀。绿蝶一听，慢着，狄公子啊，您这个罚法也忒狠了点吧？一句话一杯酒，你们一个人要来一首律诗8句话，3、8、24，李将军就得喝24杯酒啊，那不行。我来说句公道话吧，上下句为一联，李公子啊就一联诗喝一杯酒，怎么样？够公平吧？另外呢，也不能用这白瓷杯了，这杯子太大了这不欺负人吗？我看呢，还是换回官窑的小盅，用小盅喝，一联1盅酒。狄景辉一听，我说绿蝶呀，就这么一会儿，你已经开始心疼人来了。绿蝶白了他一眼，伸手就把李元芳面前的酒杯换了。狄景辉呀也不坚持，而是冲绿蝶说：绿蝶呀，点香，我们作诗，这作诗是个雅兴啊，点起香来，我们好做。绿蝶答应一声，就把檀香点起来了。点起檀香，又给这沈怀、吴知飞、狄景辉每个人面前笔墨纸砚全都放好了，自己写自己的。时间不大，沈怀和吴司马都已经把自己的诗写好了。再看这狄景辉，片字未写，就在那里一个劲的吃菜。绿蝶就问了：狄公子啊，
你自己怎么不写呢？嗨，狄景辉说了，让他们先写完吧。啊，他们写完了，让他们先念，我呀压后。绿蝶说：“你牛，你能耐。”沈将军，您写完了吗？沈怀这个时候拿起纸来，站起身来。好吧，我先来念念吧。啊，哎呀，勉强的写了一首，让大家见笑了啊。沈怀呀，清清嗓子，朗声念道：“葡萄美酒夜光杯，壮士豪情马上催。骤雪压盔任几落，寒风透甲抖一回。阳关坐鼓踏箫曲，冷月微灯照夜追。何用龙城飞将在，竹屏葫芦万里归。”好，沈怀这话音刚落呀，吴司马、狄景辉、李元芳是齐声喝彩呀。沈怀也非常高兴，伸手把桌上酒拿起来一扬脖，咯喽一下子一口干尽。吴司马在旁边是俯首大笑啊！哎呀，哈哈哈哈！沈将军呐，果然豪气冲天呐！哎呀呀呀，我可没有这样的豪情壮志啊！老啦，我呀写了一个清幽的啊，我来念念，污了大家的耳朵了啊！我也清清嗓子啊。清秋黛色夕阳斜，俯瞰枫林映晚霞。野径空时飞雨瀑，竹溪近处有人家。单提老酒寻诗友，再赋新词唱韶华。醉里桃山水点缀，西山桂雨绣金花。说完呢，这吴司马正要坐下，慢着，狄景辉给拦住了。你这小子为什么不让我坐下啊？你想说什么呀？狄景辉这个时候啊，突然间是一声冷笑。吴司马呀，我看您这只是表面清幽吧。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吴司马当时脸色一变，不言语了，往那一坐，低头饮酒，不说话了。狄景辉这个时候也没往下说，看了看一旁的李元芳：“李将军，李老弟，你觉得他们的诗怎么样呢？”李元芳啊，光顾在那喝酒了，怎么一连一杯酒啊？这是8杯酒已经下肚了。一听狄景辉让自己点评，李元芳一笑啊：“好啊，好诗啊，很不错呀，正好配景辉兄的美酒啊。”狄景辉一听这话，这就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景辉也要献丑了，请李将军慢慢饮酒。景辉的诗啊比较长。李元芳一听，把眼一眯：“景辉兄请吧。”好。狄景辉呀也站起身来，注视着李元芳的眼睛，似笑非笑，不慌不忙，把手往后一背，是慢慢的吟诵起来：“载酒江湖行，无聊反自矜。”说到这里，看了李元芳一眼，李元芳面无表情，端起杯来，咯喽一口酒下去了。狄景辉接着往下说：“匆匆来鱼去，毕竟为何名？”李元芳咯溜第2杯酒：“我欲乘风去，胸怀酒一生。”咯溜3杯酒：“凤兮歌又舞，萧瑟晚风惊。”咯溜第4杯酒：“昨挂春秋笔，今悬记事风。几经曾睹变，自省欠人心。
配药同书礼，君臣15行，明朝还买酒，醉里看云云。桌上嚎哭状，堂前恨骂音。悲歌见长短，血泪有浊清。病者宜能药，何方治不平？欲求天下乐，还向酒中寻。酒尽葫芦破，乾坤放浪人。谁人同此罪？梦里是非明。好家伙，这狄景辉做的是古诗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念呢14联儿，念一联儿，李元芳喝杯酒；念一联儿，李元芳喝杯酒。这首诗念完，李元芳足足喝下14杯酒，加上刚才那俩人的那8杯，李元芳这一下子呀喝了22杯酒。旁边另外3个人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就觉得惊心动魄，滋味万千呐。一时之间没有任何人开口说话了。突然间就听见砰砰一声啊！众人甩目一看呐，闹了半天是吴知飞、吴司马已经醉倒在椅子底下去了。狄景辉一看，绿蝶呀，把他弄出去。哎，绿蝶答应一声，赶紧过来扶吴司马。沈怀也忙说：“哎，我来帮绿蝶。狄公子、李将军，沈怀呀，明天还有公干，我先告退了。沈怀看出来了，这不对劲儿，这玩意儿啊，别在这碍事了，赶紧的帮着绿蝶呀，把这吴司马弄出去，然后告辞了。这3个人一走，这门也关上了，这个屋子里头顿时变得安静起来。狄景辉这个时候啊，也不跟着李元芳挨边了，而是转到李元芳对面，坐在了那里，把身子往前一探，脸对脸的看着李元芳，一本正经的说：“李将军，他们都走了，就剩下咱们2个了。现在景辉要与你聊几句肺腑之言。”李元芳现在呀，额头上的冷汗都下来了。怎么，李元芳身上有伤啊？想当年李元芳为了救护重要的证人，被那王孝杰射在身上20多根箭呢。虽然后来这个箭伤愈合了，但是对身上的创伤啊一直没有好。为什么李元芳老是背疼啊？就那中箭的部位啊，经常的是隐隐作痛，尤其是这个阴天下雨，尤其是喝多了酒，更加的厉害。今天呢，这酒喝的太多了，这狄景辉就是想着方法把这李元芳灌醉呀，没安好心呢。所以这每杯酒喝下去，就像喝毒药一般，随着血液这么一流动，哎呀，浑身燥热呀。最后这种燥热都汇到了后背，这后背是一阵一阵的剧痛，痛的李元芳一阵一阵的大汗淋漓呀。但与此同时，李元芳的头脑异常的清醒，既不困倦也不昏沉，喝这么多酒，好像根本就没有被酒精麻痹似的。李元芳也正视着伸过来的狄景辉的脸面：“景辉兄，有话尽管说。”狄景辉这个时候微微一笑，伸手把自己的酒杯拿过来，和李元芳一碰杯，2个人各自敬了一杯酒。狄景辉这才开口：“李将军，景辉我呢也曾见过不少我父亲身边的人，什么随从啊、护卫呀、门生啊之类的。可是我今天呢，却感觉你和他们不一样。”“哦，怎么不一样？”“哼，那些人呐，我从来就觉得他们呢能够被分成2种类型，一种是被我爹灌了迷魂汤似的，以我爹的马首是瞻，毫无主见；还有一种呢，
那就是心怀叵测，嘴里边呢天天的溜须奉承，一门心思的想讨我爹的欢心，从而得偿所愿的。当然了，甭管是哪一种，在我爹那里呀，其实啊，他们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呀。说到这里，狄景辉斜了李元芳一眼：“李将军，你看上去似乎不属于这两种类型啊。不过我却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仍然是我父亲的一个工具呢？”李元芳听到这里，紧咬牙关，盯着手里的酒杯，是一言不发。狄景辉也不追问，自己呢还往下说呢。其实啊，我父亲又何尝是只把他们当成工具呢？嘿，在我来看呢，他把天下人都视为他的工具，包括我，包括我的兄长们，包括我的母亲，无一例外。从小到大，他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奉行的命令。我和我的哥哥们，我们什么时候科考，考取之后做什么官，去哪里任职，娶什么样的老婆，都得由他来安排。哎呀，也许啊，在旁人看来呀，这样的父亲实在是太周到，太慈爱了。可是我呀，却每每觉得我的父亲的心很冷很硬，让我害怕。因为不论我们做什么，到头来都会发现我们成了他布局中的一枚棋子。只有他老人家最清楚，他需要我们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帮助他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哎呀，说着话的狄景辉呀，又和李元芳碰了杯。李元芳也毫不含糊的再次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两个人呢又倒了一杯酒。狄景辉这个时候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说：“李将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我父亲的。你在他身边10年了，不容易，太不容易了。你不想说也没关系，但我能够看出来你是个聪明人，一定有你自己的看法，对不对啊？哎呀，我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不愿意做他的棋子。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要我入仕，我偏经商；他讨厌陈松涛，我偏要娶陈松涛的女儿；他要我远离范其信呢，我偏和恨英山庄一起把这生意做到整个大周去。他拿我没办法呀。我觉得很愉快，我不用在他面前装腔作势，他也没有办法在我的面前讲他那一些颠扑不灭的大道理。他不是最喜欢讲什么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吗？可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我就瞧不上眼，一会儿维护礼堂，一会儿归附五州，一会儿天下苍生，一会儿国家社稷，到头来不都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政治私欲吗？你说的不对。李元芳突然间插了这么一句。狄景辉一愣，李将军终于有话说了。李元芳把头摇了摇，又不开口了。狄景辉一看这样子，狄景辉冷笑一下，看来李将军还真是我父亲的知己呀。很好，很好啊。我父亲活了这大半辈子了，似乎也没有赚到什么真心的朋友。也许你算一个，你算一个呀。来，喝酒，为我父亲的知己呀，喝一杯。两个人又各自干了一杯酒。这个时候，狄景辉已经有点醉了，
顺手就把刚才桌上散落的那几张诗稿给抓过来了，口中看着稿是念念有词，把刚才那沈怀那吴知飞的诗又念了一遍。李元芳啊也不管他，自己给自己连着倒了好几杯酒。李元芳现在感觉到这酒在肚里翻腾，时不时的就想往外出啊。就在这个时候啊，李元芳耳朵边突然间响起了一个女子的声音：李公子，您停一下，别这么喝了，这样喝酒太伤身子了。李元芳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那陆嫣然来到这个屋里了，已经走到了桌前了。你看这俩人光顾喝酒了，来这么一个女子都不知道，这要是来个杀手那就甭说了。狄景辉这个时候也听到声音了，抬头一看是陆嫣然，狄景辉眉头一皱：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也不打个招呼。我和李将军讲的知心话都让你听去了，我们男人的事情不用你管，少在这里婆婆妈妈的，出去。陆嫣然一看，景辉，你别这样，你这是在干什么呀？狄景辉没回答呢，李元芳跟他回答了。他在干什么？他今天不就是千方百计处心积虑的想让我喝醉吗？想让我出丑，想让我痛心吗？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恨我。狄景辉把手一摆：李将军，元芳老弟，你误会了，我只不过是想和你交心而已啊！既然你觉得我要害你，那又何必呢？又何必在此恋战呢？你可以走啊！我不留你。李元芳冷冷一笑：我原以为我是在舍命陪君子，可惜直到现在才发现你根本就不是个君子。我很后悔呀，今天来赴你这个宴，但既然来了，不分出个胜负，我是绝不会走的。今天我们两个不喝到有个人先倒下，我不会停，你也不许停。说着话，李元芳拿起酒壶，又把两人面前的酒杯倒满了，然后一抬自己酒杯，对着狄景辉说：喝！两个人各自再干一杯。狄景辉光把酒杯往桌上一蹲，把头点了3点，摇3摇，也不知道他想干嘛。李元芳骂得好，骂得痛快，我真不明白了，不是你这么刚烈的性子，怎么居然能够在我爹身边待那么久啊？有点糊涂，为什么呢？你当然不会明白，你什么都不会明白，你还自以为自己很高明。我不高明，你高明。坦白的说，我还是挺感激你的。你别看我和我老爹，我们爷俩每闹得势不两立，好像我恨他恨得要死。可是说回来了，他要真的有个3长2短呀，我还是会难过的。所以啊，李将军，再喝个。